各位聽眾，各位歡迎都來收聽邊個福建嘅節目。真歡喜，這個禮拜個甲攏見面。這個禮拜我特別嘉賓呢是裝呢，來看就特別嘉賓就是豆哥，歡迎豆哥。大家好，大家好。個有我嘅老將阿達，歡迎。Hello。阿達嘉賓 online。嘉賓好聊啊。加番薯。加番薯湯啊。冇啦，用咗湯。係big 嘅番薯。哦 ，big potato 那係啊。你嘅口講嚟 cut 你可能啦，冇係白行嘅，係 butter 沒有？河湯。有咖喱咯，你有嗰種唔知油，唔知我自己做嘅，我唔知。哦，伊是 bake， 哦，伊是切一塊一個 roasted 那係啊，嚇。伊唔是像熬出來的啲啲番薯熬出來啦，伊切一塊。I think it's considered as big although it's because my is 用 microwave 嚟做嘅。哦，特別是切一塊啦，伊唔是成個講規粒番薯啊，夾頭講去熬嘢係啦。冇，伊because is係你食粒。哦，OK， 來，然後個有阿涵歡迎阿涵。嗨，大家好。你看阿涵啊，伊個小英咧看一個特別。伊想啊 1/6 of 伊個 picture 呢？因為我嘅 camera 是那個水啦呢嚇，梗係看到你鬼線。哎呦！啊！即你 camera， 人家瞧個找到對嘅你 camera， 一部成個嘅，一部下半身嘅。一個 background 白啫，伊成日多啲 clouds 嚟看。anh看，佢再到對去，你 camera 是係咪 camera 嚟 separate 嘅嚇，唔是 computer 嘅。webcam 嘅啊。哦 ，webcam 未調咩嚇？等陣。頂到是叫人調麥，當然叫人調 camera 是。上個玩嘅。啊啦，是啦唔加嚟啊！較好啊！啊南西麥個意思實實，人家做咗20年好笑冇成啊！哎呦！喂！冇數嘅，我應該調起來去做喺你 cable 啦。哦，去 join 呢，好要幾邊去 join 啦，你在嗰邊搞有問題。你要 sabotage 了啊！你要。有一個。哇！真係有四隻嘅。四隻啊 ，OK。家姐。阿龍，你那時個聽到往你手舉起來，還是卡舉起來？一直到係你below 冚掉一起啊！係啦，依卡依樣先係車。韓國冇到2.9咯。你那時你卡半袋舉起來，你家裡嘅舉起來，未本。冇本。我就俾 zoom in 啫。要啊，600 miles per hour 了。啊 zoom in。發布，我鬼 zoom 嚟。家裡電燈啫。冇啦，我唔是 control 伊嘅 camera， 我 control 我 zoom in within 你小英，我係 zoom in 之前。哦。就是講讓地眼好唔好？用 eCam 啊就好，我係做隻最面嘅。eCam live 係做隻最面嘅。OK， แล้วก็有揾到啲 clubhouse 係邊嘅朋友 ，clubhouse 嘅朋友會裝下，南西啦，歡迎南西。大家好。個有博阿玲。大家好。個有細漢嘅 ，hello， 個有波減啲，個有是咯，毛咩啊？毛菇冇嚟，毛菇就乜啲樓卡嘛？呢個冇起來，到底係未必困起本呢？呢度係啲個，特別伊唔知困咯，同埋 invite 一塊嘢起來。invite to speak 看伊看到，我是困起啊，啷知啊？毛菇即係夠困嘅咩？佢等個，有個有交晒字歡迎 ，hello， 是辣啦嚇，แล้ว當劍交晒字啊！一起來 video 唔該起來啊，是辣嘅數，定住是個背時嘛，咁險啊會冇啊？交晒講嘅，kiếm gì？
然後個有人有人看，好啊，那阿媽個少人看，個有未使講可能。大家好。OK，即個禮拜我甲未使講就久啊，要做咧導遊嘅，講要做一季 episode 是講導遊，我講啊無人講較闊講一個咧醬做啥物醬啊，煮啥物，咱會使講嘅醬咱攝啊醬啊，你看面就會使講啊，成個我可能即譬如講raw 雜料，本會使講醬汁，本會使講導遊本會使烏導遊。蠔油、鵝油是迄個成間做咧不সম্部嘅sauce啊！你看咩使講？嗰就棒嘅人講。OK， 來九三字，你九三字等兩季節啊，無一季節係幾啊？一 topic 是伊suggest 哦，伊suggest 對，而家咱講，咱啲 clubhouse 講嘅時講到即無相嘅導遊啦、交情啊咪。交青啊！你物件是講就交啊，交青啊！我頭時咪講交青做幾 episode 咧，特別我講較快就冇成講啦，in case 交青講無啊了 ，OK 2分鐘啊，壞啊嘛。所以嚟咱嚟講交接看女人，你講嘅交就係咪煮菜啦？你灶卡入面，你要緊嘅 sauce 有幾個？你講一行先，你要緊嘅一行南西導遊交青哎呦，你鳥個在調醬了 Clubhouse 你唔係佢在未啊啦，南西未啊，頂你特別買新 mixer 係咯，你是你 mixer 嘅位嘅派，唔是你嘅線嘅派嗬？線會歹啦，我 feel 到是線。你成日你換你線先看會 fix 咯。我換你放先。OK，我聽到椒青豆油加豆醬，你講咩個？蠔油對，蠔油一個就是個燒芡汁，哦，燒芡，花雕椒頭啊，椒頭係咩啊？椒頭是花雕椒啊？花雕椒。哦 ，OK，該搞你啊！我會驚。椒頭咩嘢講？麻油，麻油啊，麻油。哦 ，OK， 花雕椒加咧人食細驚嘅椒個冇上嘅嗬，你是鼻椒，你冇上黃椒，冇想咩？冇想，佢哋是用 B 做嘅嘛？做 B 做嘅。做 B 做嘅。哦，黃椒是做 B 做嘅啊？對。你有花雕椒咧？花雕椒。椒頭。I think is kind of green 咯白 green 嘅嚟ferment 嘅嘢之類，我 check 啊，花雕椒加頭你睇咩頭椒啊？頭椒加流嘢嗰啲啫喎，你係咪講咩啊？白椒頭啊！白椒頭加 quality 加炒過花雕椒。炒過下花雕椒誒。哦，伊較 one grade 較落嘅嗬，較假嗬。白椒頭係用 B 是參數嗬，可能嗬。另一裡面你啉酒叫參數。多是 B 嘅嘛嗬。B 嘅用 B 嘅。參數無相，參數是 B， 參數較 healthy。參數。花雕椒嗰度半隻喎，我講嘅大頭椒是參數嘅啦，實是。大頭椒嘅是白椒頭。白椒頭是參數嚟啦，實是。你講嘅是你嘅打講大頭椒嘅是你自己講嘅。所以白椒頭是參數嚟。有些頭椒啊。我miss 咗過啦 ，OK， 咪亂。唔，特別一是刷。一是刷。我 miss 咗過啦 ，OK， 我過就過唔嚟啊。大頭椒。唔是，你白椒頭啊？白椒頭 OK。白椒頭是參數嚟。參數係咩？SAMSU 啦，佢另一特登面面注意啦。唔是多啊，唔是多啊。咪多咯。唔是多加好過咩？多是番哪裡咩？
特別我聽過食伊是三講牙大本嚟喎。牙嘅可能你咪無念多啊，是大擺你是叫。哦大擺。誒，雲南係使啉酒嘅咩？嘿，袂使啦，伊若是大擺，伊若是食安尼大擺，伊可能樣啉酒是樣啉迄個甘蔗汁會使，甘蔗汁會使，迄個 fermenting 嘅。哦，三蘇，這是三蘇係三蘇叫做係咪高係咪酒高粱哦，高粱，哦，高粱是巴黎，是高粱，這裡是高粱，這裡唔是，這是。涼嚟，三蘇 actually 是glen啦話，印度話樣叫酒叫三蘇，是酒嚟呢。我這唔是三蘇喎，這是三蘇啊 ，SAMSU。三蘇意思是酒，酒啦，我講誒，你啉咩酒啊？啊不三蘇要咩咯？哦，是 general alcohol 意思。alcohol 啊，嚇 general 酒叫三蘇，伊唔是一個酒嚟冇錯，樣是嘅咯。誒，我叫啉酒啊，啉三蘇啊，三蘇即係咪你先？特別我冇夾三蘇嚟煮嘅嘛，有咩？冇啊！有咩三蘇嚟煮嘅咩？嗰隻我俾，冇。啊喏，我是呢個我除掉。三蘇 Malaysia can refer to several individuals in Malaysia primarily known as prominent photojournalist Samsu Said。伊而家計壓帶呢，哎呦，講條酒講你。我古早買嚟 because 咩醫項目啊？哦，就係啊，我古早啦。幾項目啊？是嘅博成股嘅，嘅博成股。誒，我唔知啷講你三蘇是啥物個 ，OK？啊，即係而家特登練掉啦，我唔知啊，我知三蘇。因為嗰年一定乜人家己做酒，就往一嚟做椰酒咩？椰酒是椰酒，三蘇是所以人家己做酒吼，有陣時人做龜頭啊，樣亂來啊嘛，樣亂來啊嘛，แล้ว做有陣時有食到上慣啊，แล้ว有陣時時很死氣。哦，對一個alcohol poisoning 啊，moonshine 對 moonshine，伊無漂頭誒，所以人家己浸爾。啊，你我想講你是大，特別唔是，所以啷叫咩？啷叫三蘇 SAMSUL 啊？應該是 SUL 嚟，冇 L，SMSU 啊，三蘇。特別我看，特晚啷看，我看你 website，特晚是，伊而家是三蘇是一個飄誒酒啊，到底係歐會賣咋？有咩？可能意思。係啲是係你度，我冇愛。啊，伊是紅色，我冇看到下啫。高粱酒特，唔知係咩燒啊？這是特燒啊？特咩特釀啊？安尼係特釀，特釀哦，特釀。特別伊高粱嘅粱唔是蘇格嘅粱，你知哦？唔是蘇格嘅粱，伊嘅粱是糧食品質較好誒，唔是，佢哋是有米嘅，一隻米嘅糧喎。咩米涼米嘅涼啊？哦，涼米係咩意思？特純啊，好嘅米啊，純。因為高粱酒是佢哋特純啊，伊講這是純喎，唔是。高粱嘅粱是橋梁嘅梁，橋梁嘅梁，屋子佢哋我等我睇 description 呀，我睇 description。Meminum arak boleh membahayakan kesihatan hanya untuk 21 tahun.太聰明。Ingredient 是 wheat and corn。唔是高粱酒嚟。對 ，wheat and corn。高粱是蘇根，這是糧食的糧。係啊，笑兩口 ，OK。嗱，即係涼啦，啷看 video 啷對看到即B 涼。Then 即係是三蘇，我唔捌看過三蘇。三蘇是係咩嚟煮食用嘅？三蘇就嚟 general 啦，我講免諗三蘇啦。這是南西是人講，人可能是講南灣香港。因為我是最細漢弟弟，我細漢弟弟聽到嘅。我都個別掉去。到啲半有，到啲半是一嚟酒，到啲是椰，到啲是椰。本地是做咩事？我人講酒，酒是一種 ingredient 嘛，一個 sauce 特別我冇 put it as a 醬嘅 category 都就係哦。
你叫嚟做醬嘅醬食物件用下。做醬啊，唔是做出來嘅醬啊，唔是講做出來咧。OK，我煮一個醬咧，我咪是關係掉咯，你咪做隻醬裏面都要用到係咩物件嘛？有 ingredient 啦，講嘅了是嚇，所以我像個 XO 醬，即係醬，即係醬，你看啊。之後我真奇怪，我唔知 XO 醬係咩物件嚟本咧。XO sauce 係咪？香港嘅，香港當天隻香港，當天隻興 XO sauce 啊，有 anchovy，有迄個江瑤翅。講魚翅，只個了貴貴物件，個了摻落去，炒。原來，但係我看到我當然店嘅，我看到攤賣 XO sauce。OK，so 人，但係我要見嘅醬咧是蠔油，唔是曉嘅醬，蠔油加胡蘿。我本暑假胡蘿，我真正暑假用胡蘿。我上擺教嗰位阿嬷啊，一定啲做 burger 是咩係胡蘿？特別人講我食菇唔好嘅啊，我食字啦。對，唔好嘅，唔好。做咩事食胡蘿唔好啊？鹹數啊？伊 fermented 少。哎呀，咁嘛 fermented，你就稱咪是 fermented。你人在安怎做咯？胡蘿，你人在做，胡蘿就係吉利嘅。我看過，我看過。講是啦，伊是一隻糊，隻糊小細條嘅糊。是啦。我講水嘅糊啦，我咪講用白嘢啦。伊是一隻鹽先。對。了，伊是冚條冚幾多年嘅，是水嘅糊咯。我人講 proper 糊咯，咪講迄種你冚3年，了伊河你河拍一頭面㗎了，你看伊是。咪實導遊啊！我點解我小講是泰國嘅嘛？泰國胡蘿炸字嘛？泰國胡蘿閃冷教用胡蘿素，所以唔是胡蘿啊，胡蘿，你是吊照，是 from 吊照人嘅，人吊照人教隻胡蘿係老實講。冇發明即係胡蘿吊照人。哦，吊照人個誒咪起來。了就驚啊！掉咗啦。了意思上地用胡蘿是因為掉住冷到啲黑冰去。掉住冷字嘛？哦，上地掉住冷字嘛？哦，誒叫咩啊？上話叫胡蘿叫林帕係叫咩啊？南pla嚇，南pla啦，喲！諗下，胡蘿啊，世界滿有誒，嚇對，度嘅人滿有，嚇對，一人叫 garum，OK？ I think is maybe garum 是 raw 味，好鮮。OK 啦，呢咪是胡蘿嚟，特別是 raw 味。佢較古個啦，佢較古個，了一啲 raw 嚟，一啲 raw 下，伊有真啊隻 archaeological dig site 啦，都是伊嘅胡蘿嘅迄個罐啊。哦，伊硬條，伊做胡蘿嘅 vessel 啦，低條嘅啦。了伊個底下一啲 raw 下，伊有 city law 講啊，你做胡蘿下。愛離開伊嘅國間，愛落隻貓就落隻貓。because 係video藝術，藝術嘅。成個斯里蘭卡嘅鋼槍嚟啦。斯里蘭卡誒特別斯里蘭卡是美國咯，唔知啷在斯里，馬來西亞人會用斯里蘭卡啊，有啊。我冇聽照啊，我唔知多少錢。斯里蘭卡是我係儲一罐啊。越南啊，我有啊，我把你咪食掉本咯。有陣時人叫做不要講斯里蘭卡，就叫 rooster sauce 咯。誒貴哦，假如講一罐3幾塊真係。係啦，就是，所以讓到啲 California 去做係，所以讓本是讓做嘅攞講講伊嘅鹹椒就落一隻白椒咋。阿 John， 斯里蘭卡是一個環椒嘅一種嘅 chili sauce。咱人哋嘅是叫回風，叫 brand 是回風，咱 brand 是回風，哦 brand 啊，特別樣唔是係咪啊？樣可能係使叫斯里蘭卡呢，當叫樣 brand 嘅 trademark 啊嚇 ，trademark，所以樣把你看叮當嘅時候，你去係你，就所以樣叫 rooster sauce，當見你去你
因為若是講你用 Sriracha 後，你特別 approve by 係你 Sriracha 嘅 brand 咧。要匯豐嘅公司啦，你越南嘅人。啊，越南美國嘅對。公司啊，生好食咩？我冇 feel 到真好食呢。OK 啦，OK 啦。這邊興食咯，我是特別往時冇物件是，因為是呢，伊是咖喱加番椒咯，特別我人是成個食你成個嚇錯。水滴嘅哈啦，落落呢。鹹嘅番椒一種啦，我人嘅 taste 啊。鹹冇乜鹹嘅，伊是越南啊。越南啦，伊冇鹹嘅鹹嘅番椒。我人 prefer。你是講嘅人 prefer 你鹹嘅，你是唔是講成係你甜醬嘅，成個甜嘅番椒冇鹹，伊冇鹹，即係較辣，แล้ว伊較酸，แล้ว伊較 raw 嘅 taste 呢，伊冇呢甜冇呢甜。伊成個白啦，咁波波嘅番椒。我應該有炭貝啦，有炭貝，我真夠有炭貝，有炭貝。maybe 唔是匯豐嘅 brand 啊，匯豐咩？是匯豐 HUYFONG。嗱，匯豐。咗啦，但係我係講啊，係你假如嘛，有一個伊有做 TikTok 安尼 video 嘅人啊，伊做真係濟胡蘿 from 阿姑嘅 recipe 嘅咧，伊嚟做嘅啫。然後伊 video from scratch 啊 ，highly from scratch，highly produce，伊捌做過係你係咪過豬醬啊 ？from scratch one，然後伊捌做伊。真正我看到嘅是伊做咖喱 from scratch。伊想做我唔知咖喱係咩。咖喱嘛，伊糊嘅頭，伊糊嘅骨，伊糊嘅。And just spell 啊 GAROM 啊。胡蘿。RUM。GARUM。哦，即係特別伊想伊即個成個胡 sauce 呢，伊冇咩成個胡煮嘅。特別伊係你。baru ikan kami kena tim lo kia haji aja iam ne inya chawe because i有係你 guts 啊i huwe 裏邊你咪記得了 so 安怎個想個係你個人能力是係你叫咩叫呢嚇？Pudu 啊，對，是唔是啊？想啊I mean, the whole idea of fermentation 是fermentation 嘅啫，特別即係錯。嗱，我用嘅是胡蘿是清嘅啦，成個 filter 過嘅啦，冇錯就係啦。一樣即係假如本時就會 filter 過一個樣是用成可能沉住落落呢。I think 條 filter 過啊，冇當時有 filter 哦，有當時有 filter。安尼濟物件過。Tapi ikan ucai umami because of the fermentation so ikan pang so then 就話昂煮嚟，一時嚟做嚟 burger 嚟擺時候，伊甲我講，哇，朝都好食，伊講我係 fish sauce，我講搞啊，阿冇好啊，對我用嘅是我是用淋牌啦，我是用咗鹽嘅啦，我俾。三隻字咩啊？sauce 都冇係豆漿，都冇係味噌嘅香嘅umami都是umami。特別冇喎，佢冇香喎，豆漿啦，冇香啦。豆漿伊特別你看按照看呢，是要煮，你那是係OK，咱講豆漿時，我就是嗰隻豆漿本嘅喎。咱豆漿製醬嘅吼，咱係豆漿做豆漿頂到怡保就出名，就係你 basket 啥點樣，就拿嘅你飄又壞。蘭花，蘭花掉，伊下掉92仔，92波啦，伊有一種甜嘅，哎呦，真是個只，伊有，我講，我係豆漿是蘑菇 supply 嘅。哦，你去帶咩？一啲冇嘅，一啲多少咖啡好啊？哦，一打到每晚都嗌我講嗌，一打俾幾廿キロ嚟，我講幾廿キロ啊！哇，幾廿キロ啊！是啦，我媽媽是寫就蘑菇嘅豆漿，我話嗰冇就好食嘅豆漿，你嚟邊嚟學見 anniversary 時你咪去買咯，咱去做白食時。你安怎我人卡嚟食啦？嚇，我人多 gift， 嚟食食 ice cream 啊！食 ice cream 啊！麵豆漿啊！多幾是豆漿。我嘅頭像一人一包夾出去。誒，啷去叫 sponsor 嚇 ，maybe sponsor 就係一罐咧。我諗阿妹就多叫時啊咪。了
แล้ว first prize 哦，是那些有參，可能有伊下面 game 啊，แล้ว夾 first prize 哦，一嚟一啱嘅，一多多嚟。攞問教我細啊嘛，我就冇講有當 game，講有當 game 啊，對除 sponsor 成啊嚇。但我就是叫 Enrico 啊，不如寫下你都講咩？冇，你 sponsor anniversary 點先毛毛菇被鬥獎。旁邊啊拜單啫。啊，一夾一多多嚟，迄個你夾來一豆漿，迄屙起來，迄個幫豆油去裝嘅啊。要佢硬，要唔要嚟整？佢硬啊嚇，佢哋硬啲變夾卡。話佢幾多？但係等陣90字，你講我知講我馬特擺時間我人出來就其實個只係只你甜嘅豆漿，是不是？有咧無上嘅帶未好？你知啊？有甜咩？特別我知是 because 伊是有攞咧，是講有粒個醋啊。嚇，你我知嚇。錯加油，錯加油。誒，後面分別豆漿跟豆珠。係啊，無相，完全啲 shape 都無相。豆珠是無，豆珠是一個豆珠，唔是豆珠，豆珠。哦，豆珠是一人叫，你是河南名。河南話叫豆珠。對，你讀嘅大人，所以伊是攏是關係聽講就豆珠呢，是點？所以豆珠就是豆漿。豆漿對。豆珠把生咪叫豆珠咯。嚇，你冇聽過甜嘅豆漿嗬？有啲嘅鹹嘅，有啲嘅鹹嘅，有啲講嘅。伊唔是成個變啊butter呢，冇頭挖落啲嘅，伊是講伊是鹹，特別有淡薄甜嘅，伊無呢，伊無成個啲鹹嘅種嘅鹹。毛毛菇就是甜嘅咯。哦。阿俊來猜把豆漿嚟做變啊butter嚟食。我下本有rasa masih sangka buat mamai ini lo. Mamai ha. 我rasa 多 butter 咧係豆漿，好了。特別鹹。我媽蘇家是吼，我媽蘇家毛毛菇豆漿是因為吼，伊是菜，然後咧就家己剁，家己蘇家咧做。伊菜是粒，伊是粒嘅菜啦。特別伊落伊粒嘅嗬。有咧是粒，但面是無面嘅，然後有咧個是炒淡薄剁，然後要炒淡薄，然後有咧就是油嘅，根本是無咧。伊是剁到啲菜嘅，有咧是成個豆餅嘅，你看，伊個一半嘅豆。對，豆餅對。然後有咧是加油嘅，佢是講炒粒。炒粒對。就是油是咕咕嘅了嘅。有咧是 paste，像你味噌嘅咧嚇。豆漿先是同味噌差唔多像哦。伊是像一個 family 嘅，像一個祖先啊。豆漿加像甜漿啦。嚇，甜漿是豆漿下啲，對我嚟講是像物件嚟，即講甜漿。是哦。一個鹹了，像一個，合往中國過去嗰邊嘅嘛，你日本嘅是韓國嘅，啲culture啦 influence 掉啦，會能做即個豆漿嘅，面豆油啊，豆漿嘅啫。嚇。啊！咪咱講中國是緊，你叫阿龍甲人，中國是 before 一國嘅時伊是係被 region 嘛，所以 consider 係 region 啦，唔是講咁嚟嘅國，唔是 politically 嘅 country border 啦，是啲 region 嘅 area 數。Then OK，個有豆漿，個有錯咯，錯，白錯，錯白錯B 錯，我屬嘅只啉 B 錯。啉啊！呢個係啉咩啊 ？B 嘅錯。呢個係啉啊，成個酒呢？我冇，唔是啉，我是點下你。哦，อุ่น啊，你อุ่น。OK，你在下面數 B 錯，有白錯，有 B 錯。錯即係這種我冇明白，唔知做嘢。Because 下面數 ，because 伊是伊嘅 acidity，伊嘅 pH 係數。哦 ，acidity 冇夠作酸。伊 B 錯呢是冇安尼酸。哦。如果你白錯，你白錯，冇唔是，伊是講你白錯。伊冇安尼 acidic。冇安尼 acidic，你白錯都是。只是伊人 lab test， 啊唔係 lab 做嘅，就是 synthetic 嘅，真正酸嘅伊會酸。OK。แล้ว伊 B 錯，伊酸過來，特別伊個無成個，伊個 complex 淡薄，伊接白，你白只。伊未攕，未咧攕嚇。無咧攕嘅酸，你知啊？B 錯是安尼款。我錯嘛是無講只酸。對。安怎係錯？我錯是用，安怎係我嚇？我 B， 我做 B 啊，我做 B 啊。唔是我做 B，伊是。打我豆
哦，蚵豆嗰蚵豆。make sense。because 伊人 because 你在若是講人做酒你做會成就是酒你做袂成嚟講，伊就是turn去vinegar 伊成 over ferment 就變做 vinegar 是唔是？伊成日講伊 ferment 時學嘅話得講啊。未。我這邊我錯冇用蚵豆喎，伊用糯米飯 wheat brand 哦。wheat brand 我這邊我錯，我用做 B 做啊。伊用做 B 做嘅，特別伊用加埋 wheat brand 哦。是嘅。brand 啊，wheat brand 嚟。就伊切。伊配咧，伊嚟切伊配。OK， then 我錯係我錯有這種嘅，that's why 咱講伊無像我錯，咱去食胡翅我錯先做，還沒錯。特別咱我錯是咱是 generically 叫我錯。食胡翅食點心咧，有時是紅嘅喎。紅錯。特別胡翅咱食真呢，本來先較就是黑啦。紅嘅是中國嘅，是中國人夠你食係咧。是咩？我唔捌食過紅，我可能來到美國是咧中國人所以我敢食紅錯。無，我拍久唔是食紅，然後我食咗過嚟，我食我攞住人食請是食紅嘅，我唔捌喎，我感覺我不是唔捌聽到紅嘅。羅人我不是食，捌聽到紅嘅。食請是紅，食紅。有像我人食咩胡翅嘅是伊嘛是胡翅是伊人淋迄紅色嘅菜。我時間咧食我錯咧。嗰時迄個椒來，迄個紅色。冇要紅錯，我真係有人食啦。伊度掂一個椒啦，掂一個錯落去嘛。我點樣不食過紅菜？你唔捌咯？你唔捌啦？我唔捌。我嘛52年，我嘛先捌，我捌食過紅錯，是講我食胡翅較濟是黑錯，咱去食青食豆較濟是黑錯。未必紅錯較貴，咱 high class 嘅人，咱去食 high class restaurant 靠攞紅嘅。然後你 low class 嘅人是去食黑錯較便宜。low class。係咪為啥？maybe 伊用佢哋嗰啲。有啦，有紅錯啦，你感覺到。我知有啦，特別我是感覺到啦，我是來到美國我甲食到紅菜。你食係咪樣煮湯嘅時啊？伊 flavour 上嗰是錯水水呢？伊有無上味嘅紅錯。對。我感覺紅錯較毛咯 feel 到。我錯較淡。特別有別嘅味咧，because 伊紅錯咧，做咩做紅？因為伊是一個 yeast 做伊紅嘅。伊用紅切，做紅糟迄個切嚟做嘅。koji grain 啊，樣叫。koji 是 red yeast 係我都唔知喎。伊是English 名，Japanese 名叫 koji，阿摩是叫 red yeast。grain 啊咁樣嘅，and then Malaysia 是叫紅切，成個 B 啊呢，我厝有啊，我就人做嗰啲紅糟。這是紅糟是，特別我吹 koji is not actually a yeast. As many people mistakenly believe koji is cooked rice. It is a spore like koji. 安尼，我看到，這等咩？伊是一項款嘅，這是白呢，我都看。Grain 唔是B，特別伊人 English 是係咪是叫成個 red rye yeast 啦，成個是伊名。red rye yeast。伊是 yeast ，koji 是 spore。對 ，red yeast，阿摩是叫 red yeast。OK red rye yeast 是我看到伊成個咧呢幾支呢？伊成個 broken rice 哈，Vietnamese broken rice 呢款呢？對。It's a bright reddish purple fermented rice。我隨我係看過喲，這頭先都看到。我照人做紅糟是有嘅。OK，我知係咪屬於紅？我就是一加一下一用一個咯 ，because 我人做係咧酒係咧煨酒嘅時，我是用做味嘅嘛，我阿媽較久嘅時人家己做酒嘅啦，係咧甜嘅啦，所以人若是講就是福州人，伊不是常常的 ingredient 用做味，特別伊就是加下一個
red rice yeast 啦，所以伊就紅伊就紅色Why did FDA did not ban why did the FDA ban red yeast? Boa, kaya the FDA did not ban red yeast rice itself, but it did take action against certain red yeast rice products, particularly those containing high level of monacolin K, because they were considered unapproved new drug. Statin drug. Huh. drug 嚟做咩？Lovastatin equivalent to lovastatin 係咩意思？係咩 drug 嚟？ Statin to lower cholesterol 咧。cholesterol 嘅是你那隻紅糟咧紅糟咧味素係咪㗎啦？做好你 cholesterol 嘅啊？唔知啊，我有見。Actually John 這裡Western 這裡伊人Asian food 伊人 breakdown 嚟時啦。Sometimes 伊人講，成日我聽過啦，這裡啦，伊人講這裡rice 對我人身體無好嘅，伊人講這裡 because 這裡 rice it be contain 這裡what you call it arsenic 對係是 depends on 係你 B 度到靜啦，啲嚟講especially 係你肥把你先開嘅。I mean 你想看者你有一個你almost a quarter of the world 1 billion people 食米嘅，這個國家呢，食米嘅，你食米唔知嘅，冇聽過講人食米死米又食米，you know？特別arsenic accumulate in 類成股嘅，有呢。Especially 係你先把你家開嘅沙話，rice 係濕字呀，即係arsenic。但所以當佢嘛，你愛煮飯你家好是煎你飯嚟你米3字呢。當佢伊拉 recommend 30 minutes 之後 ，because apparently climate change can cause arsenic to come out from the deep underground. And B absorb 即係arsenic 嘅。有影即個唔是假，especially 當佢咪能夠開只你新嘅 farm 上嗰隻行是係咩 sunflower sunflower seed 每時數只 sunflower 們absorb 真一齊 toxic 嘅物件 from the ground。So if 你開隻新嘅 farm，maybe 是成個 filter 然後 filter 嘢。毒死物件，咁樣起嚟，所以有個人 recommend 講你愛嚟新你愛整物件，到雷蘭特別你唔使雷蘭就係做 the first few years 你成整係你 sunflower 咁樣成。所以係熟嘅嘢毒嘅了，冇去啦。OK，但係講到真係 sauce 咧，你話攞只係咪 sauce 毒？係咪醬個嚟講係咪醬？但係我講錯啊。barbecue sauce。我第一時間食嘅醬咧，我被 create 來嘅咧是邊樣一個叫湖南醬。湖南醬係咩？我好你看一筆啫。你去得了我看。湖南醬。嗰時我人有係咪 special 嘅講自己做出來嘅，自己煮出來醬，自己煮出來 for dipping 嘅。來講，三巴布拉醬咯，自己煮沙爹醬。醬咯，三巴布拉醬咪是人嘅醬。我講是吹 recipe， 我是愛講我自己做嘅。講 recipe 啊！嚟，等陣嚇即係博咁啲講咧，是教授字講咧，林世講。但是我唔知湖南醬係乜嘢。等陣呢啲除咗適應性，肯定除咗一個。好了，係啊，好了。我冇話，我冇錄人 WhatsApp 啦。冇，依件好我就你話我幫。sauce 一隻叫華南名做 sauce， 那華語叫魚鱗醬。我食湖南醬咯。我食有南嘅啊。唔是，伊是南去湖嘅。魚鱗醬，真隻久啊！內地頭一定出來啊！當個有嚇。有。你看白家姐啊，你講。
唔是有辦法㗎，我 normally 嘅嚟steam 糊啊，你淋起嘅又。呢個係抄起來嘅，即係烏蘭巴嘅。ikan bakar. Ikan sorry. Nah, sauce ulam. Ada. Lu tahu yang cuy boy ah? Ube. Oh, tu ini saya kata nak ceng kan be oh. Bi có bố han bé lu bàn tan á. Lu講係 describe it flavor 先知。哇，好複雜啊，總之好食，bagus。但我看伊個 ingredient 係咩？伊有像個 lemongrass 淡薄，有古來花淡薄。哦，我知成個人nhỏ nhỏ脆呢，可能喲。啊，正，湖南醬、魚鱗醬，可以叫魚鱗醬。Normally 這裡呢是伊朗家己嘅家己啊，家己。然後伊朗就做一個 name 咯，啊，像個湖南醬啊，這裡是湖南醬。你脆糊啊，是湖南煎糊嘅。內地可以啲內地出來啊，係嚇。哦，胡辣只菇啊，即係味。個炸味啊 ，OK， 湖南醬 ，OK。等一個講咩醬個咯？南竹。嚇，南竹鹹咩？南竹咪我唔是鹹，即係白鴿，你一間白鴿是係。啷點到我那句啊，我唔知叫做南竹，啷講係南竹味。因南竹是啥物意思？水滴滴呢喎？南竹是水滴落。伊啥物啦？吉拉，你伊冰食是 from what 嚟？係咪做係冰食嘅？哦，辣醬。長頭鏡對，了杭州鏡，炸白布龍，醬青。啊，胡蘿，特別嗰時是有啲辣醬。有辣醬是棒乾啊，係打落去啊？對，棒乾嘅啦，辣醬。棒乾做款嘅可能就做三落去。可以做款。伊食是 actually 是辣醬食嘅嗬，伊係硬硬，即係一幾食嘅。對。OK。硬個 brown 嘅呢？嚇對。冰辣冰嘅食辣。南竹，你叫人講伊字成個鹹話呢？伊字。伊就是鹹話，鹹人。伊就鹹話。哦 ，OK。伊是鹹話咧，即係鹹嘅 sauce originated。冇啦，唔係你們食啦，這裡。冇，我是講 original 叫南竹嘛。南竹是放鹹。這裡是鹹嘅喎。特別 OK。雲南人、馬來人。雲南人食，但是講食，安尼款咧就是布都咯，布都就是安尼款咯。誒，布都唔是 fermented 嘅糊。布都是。對，一款但係是布都啦，伊個名啊，馬來話有一個名。布都咯，唔是叫布都。伊人食嘅款不是食安尼款嘅，不是係吉拉水柑啊、長頭鏡啊、炸白布都安尼款切了，就用這個布都安尼款อุ่น加這個布都，所以不是上個南出特別伊人是叫布都，伊人簡單。我講啲愛講煎炸肉啦。唔是啦。嗱，即係可能看這個啊，那布都對喎，叫 Malaysia Southeast Asia 啊，這個可能看這嗱，布都，然後布都 is a fermented fish sauce originated from Malaysia. Oh, with tamarind salt, anchovies still. 加 palm sugar， 我梗係開邊嘅，你唔知你最新episode嚟講我個有啊定？有龍龜我走先啊！係 OK， 你去做南竹啦，你去做南竹，我去個 house， 拜拜。係 OK， 拜。OK，then OK， 所以這叫這 OK， 所以這叫。這裡是叫布都啊，這裡成個大刀郎食嘅。他們大人食係咪布都？這是一個白鴿嘛，就是一個白鴿嘅 sauce 叫布都啊。但係你講，但係幫人哋講一個叫另外一個名係咩？我想唔出嚟，所以我哋當佢哋去 Google。你去查看。Then 但是我啲雲南大本有食到，雲南大本有。雲南大個隻河路隻鹹椒嘅。布都咯，南出嚟，你是南出嚟，唔係啲人叫白行名。南出，人學嘅話是叫南出啦，啦係叫尤其是北行人。南出 ，OK。แล้วก็งั้น講個白梨 sauce 個白梨 sauce 即南出，即是小棒硬糊嘅是隻成咧咧。有一種咧，杭州醬是，人食鵝粿是食係傳嘅呢。
伊人叫air asam 呢，伊讲去食 air masam。哦，air masam 啊，还是 air asam？air asam。你在咱干那食迄有一种的番薯椒啊，伊是一定就系炒的，甜甜碎碎啊，伊番薯椒是青青的。咱食烏龜的時是菜龜的時要用的。叫迄個叫咩啊？番薯椒咯。九晒字都應該知嘅，你。叫番薯椒呢？大咧係牛奶係不古嘅，伊名咩啊？你哦，有名本呢？有名。錯。我真係 bad with names 嚟。番薯椒，係我話啥？咱個時候往時咱食係字布邊字本是運的。本是換啊，係一種嘅汁。叫咩錯啊？就去背嚟食。番薯錯咯，番薯錯掉，番薯錯掉。冇。番薯錯掉，你講番薯錯。有一個是另外一個是伊人蒜頭錯是食喺裡面。較結你嚇，你較結。蒜頭錯都是蒜錯是蒜頭錯。食糯米嘅係。OK， 番薯錯是迄個。係咩？你看下你牛奶谷冇寫。寫咩？蒜蓉錯。但面是 SUAN 蒜頭咯。錯。蓉啦係蒜蓉啦，迄個叫做蒜蓉錯。錯，對咯蒜。冇特別好嘅，我就講蒜蓉啊。蒜。用咯，用啥用豆腐嘅用嗬，蒜蓉菜。唔是用一蒜頭。用。嫩啊，一些蒜蓉嘅做啦，一些咩？蒜蓉剛。蒜蓉菜，蒜蓉。一是廣府話嚟用。特別我冇感覺，我學嘅話蒜蓉這個字咧，就是蒜嘅蒜頭。蒜頭錯啦。蒜頭錯。特別我講嘅是蒜頭錯，唔是我講嘅是。但係你講咩嚇？番薯錯，對，我想嘅是番薯錯。係啦，這裡是番薯錯啦，這裡是。伊講睇 ingredient 嚇，伊冇咖喱嘅喎。這裡有咖喱嘅。你講下你嘅 ingredient 係咩 ？OK，這裡加啲 of 紅番薯咯，有4粒嘅咖喱。未必有咖喱本啊。鹽糖加醋咯 ，1 cup of 醋。咖喱啦 ，a little 啦，淡薄呢，我見你想。番薯醋。係咯，也愛想，也係白啲冇係咯。係啦，最緊那個嘅椒嘛冇想。係啦，你要椒。雞半醋啊，雞半番薯。雞半番薯，誒，我試過食雞半番薯本啊。我哋冇試過食雞半番薯。你冇試過食啊？細漢呢？蒜頭。做咩事呢？你冇試過蒜頭味啊？一水素，喲，我真係個食誒，我特擺成年湯咧。我假如講馬路嘅人，伊人做下嚟雞背，好食。如果是人係白錯，哦，伊唔係嘅啦。伊嘅 secret 就係嘅啦。啊，對。even 你係水咁啊，冇 hash。OK。我 try 過嘛。伊水啲咧，水嘅啦。你就係嘅啦，係嘅啦。OK。我少就。伊嘅啦，配參落去 blend 啊。哦。我想到嘅就係人食煎糊會上烏烏嘅。哦，我唔知係咩名，我未記啊。伊是唔是烏豆油摻蒜頭？對。係你名咩啊？有番薯，有薑，有烏豆油，有太糖。對。點解咱捌講過啊嘛？唔是啊？未記啊。咱捌講過隻樣叫做咩甘蔗什麼？甘蔗就一條堅嘅。伊是烏豆油小黏黏嘅，然後是，對，然後是切伊長頭件食薄，成個南族你可能 style 啦，切番薯件。I think 這裡是南族嘅 style，特別是 Malay style。哦，係對，係南族，特別是烏豆油嘅。我冇係長頭件嘅，我冇係長頭件嘅。我豆油蒜頭。即係人就去食包骨茶時係蒜頭啊，係豆油。對。哦，我可以有喎，水啊啦。我講 recipe 先就 OK。你炒蒜頭嘅油，有陣時伊蒜頭 brown 咧時，你係落去番薯件落去切細細粒啦，OK，冚開。有冚開咧，係
豆油㗎，多隻油成落去，你是你 just 攬咗類煎糊啦。哦，我哦，知嚇，我哋呢個做呢，講佢哋煎嘢 addictive 嘅，即成個人十擺人煮下煎嘅，我炒白炒那些，你看一個攬落去，你看對呢？對，你直接話冇得食呢，佢哋係咪沙？呢人叫沙味啊，沙味糊我食。哦，呢度是黑豆油番椒鏡、長頭鏡你款呢？哦，你會糊煎啊，你一個醬到煮啊，แล้ว攬去頂面，煎糊下咧啊。我人出來就到這些。哦，水落甜咧。有咱無相 variation 啊，嗬，有咧是成個。無相人一出來人煮嘅 version 無相。對，我嘅厝嘅是薑絲，instead of garlic 呢，哦薑你薑絲豆油啦，豆油。對，我原本係薑絲。有薑絲啊咪？薑絲、蒜頭、番椒鏡、黑豆油湯。薑絲，尤其是煮糊啦，係糊，佢就係薑絲。然後淡薄薑青，然後煮起來結嘅。對 ，because 你知道跟當燒咧是薑絲加蒜頭煎一下多糊嘅，唯一個係薑青。佢哋是跟當燒，佢哋叫油浸。哦，佢哋叫油浸，是攞浸係咩字？煎了蒜浸，哦，油浸，浸油啦，是講油浸。浸油，特別是放豆油加油咯，煎了就是放糊煎了先，個淋喺你豆油啲嘅。豆油加油，煎了係長頭鏡啊，係蒜頭加油蒜頭加薑絲啊，你看咯。講好啦，你看煮嘅油浸，你叫是咖喱嘅。咖喱啊，真嘅朋友。對。แล้วก็嚇，嗰一個我是做白斬雞時，我個做較濟啦，做較濟醬來點啦。係咧，白斬雞唔是有時種醬就好似啊，我家己做啦，迄個是我口我得一種白斬雞，你是講安怎嚟醬？迄個攬嗰啲雞嗰啲膠迄個豆油加糖加麻油嗰啲。唔是，迄個是荷魯加肥，我做嘅是荷魯加肥加白白食。你夾迄個薑切了切絲嘅，了你去煎海烹咯，可以家庭了放一邊啊，好，你油都流起來，油流起來了，迄個你講你蠔油加迄個蔥加迄個雲水，加了切油啦，蠔油加雲水切油了，你放迄個蠔油，了個放淡薄湯嗰咋，我人較濟我煮白斬雞咪是有淡薄湯嘅。佢哋湯嗬，你淋落至你內邊，了你係頭仔你薑嘅油加係家庭嘅薑，倒落去一抓嘛油，油抓嘛你皮劈，你倒落去啊，你辣，你攪伊，攪伊就是一種嘅 dipping sauce pour 你嘅即係白斬雞。我真唔係食過。我冇食過。我你份做咯，即係 concept 嗰時係上架咧海南海南嘅即係醬。一般咧就是海南嘅。是本來是冇係蠔油嚇，有嘅係蠔油，有嘅係麻油。番椒油咖喱醬，番椒油啦，番椒蒜頭加醬，了參味湯啊，係了定吉啦。冇番椒。冇啊！是講啦，你講起嚟，我講你平常時雞背，喺你雞背番椒，我家下面上嘅，我家下面頭先問講冇加隻雞背番椒。細漢你，先我冇講查數加隻。我真正見只我啉滿嚟。我冇加隻滿嚟，我有做過，特別揸時間嘅咯。少做揸時間啊！我做過啦比做雞背嗰勤苦。我想到講比做雞嘅時間。做雞。OK， 一個有一個最簡單嘅，我唔使人邊樣食啦。我是我食白啦，嗰時白斬雞是我點本好嗬。番椒鏡、豆油，แล้ว放淡薄嘅醋。我冇係醋，我是番椒鏡豆油我哋食。我嗰時番椒鏡豆油參雞。椒青咁，嗰時講椒青嘅時候。啦嗬，豆油，椒青啦椒青啦，唔是我豆油，唔是我豆油，放到不白醋。哦，淡薄水，唔開味本。放不水白醋咧，嗬，了你迄個香蕉就無安尼落咯，番椒鏡。
按照幫你落你點樣你 balance 到對你白河本背裝臭臭，然後有你白嘅，當叫我白或者配水啊，開邊有人配完水會使配完水本你，好一般了，就冇油本嘅。溫水是唔是溫水是咩啊？溫水是coriander 是蘭州香啦嚇，coriander 是蘭州香嘅。是美國人叫是蘭州，臭菜，特別嗰一種嘅溫水是啷個食蚵煎嚟下咧？芹菜薄荷薄曬啦，唔是薄荷喎，芹菜，伊唔是芹菜咧喎。Oh my god！ 小我老啊，這是我把伊成個一粒葉咧，伊成個 bean sprout 呢，伊有隻 stalk 呢。哦，韭菜，有可能係你是。有可能，冇，唔是芹菜，我唔是芹菜。我知啊 ，because 我當見冇你個仔是蘭州，你是蘭州冇你個發嘅是啊。Before I start 出伊超有起嘅是啊，伊是安尼可能就伊是一粒葉呢，伊兩粒葉啦呢，唔知是唔是？啷看是蘭州伊唔是啦，我講咩啊 ？coriander， sprout coriander sprout 有一種是較菜較大班嘅。對，你講嘅是蛇嚇，你講嘅是蛇嚇。我講是蛇。嚇，對，因為我就是講我兩種，特別伊是伊是細漢嘅是，伊是安尼款嘅。較大條。伊成個 sprout 安尼款是蘭州 sprout。特別是蘭州還是蘭州？伊是蘭州內面伊大漢嘅時候，伊度出迄個毛毛，伊唔是毛毛，起嘅嘛，會曉到平時大張嘅時候。大機嚇，甲錯淡薄。嗱，我可能看到，頂當時我講你講萬歲嗬，我想我是兩種無相嘅，原來伊是一個是 sprout， 一個是大張了。阿 John 啊，嗰一行啊，我甲你講，泰國人啊有食過一個物件叫球蘭州嘅咋。叫蘭州，伊是愛上是蘭州嘅。那你看的咯，你有食見到呢咋？安尼嚇，那安尼好多。我就走去。這是把嗰個發嘅事嘅，即係講教YouTube 嘅，嗱，這是大張嘅，然後這是細漢嘅，是 sprout 是安尼款嘅，因為我會記伊有辛苦過嘅，然後一條，咱食蚵煎嘅是伊是係細張嘅。即有係安尼款嘅，是係萬歲啊咩？有啦，我老人。microgreen。老蚵煎是特別是係蚵煎。我不看到蚵煎，我係芹菜啊，是蘭州呢。啊，是啊，是是蘭州，是蘭州 sprout 啦。coriander sprout 就是我講嘅萬歲。嗰是 culantro 是唔是啊？嗰是你。但係都講咯 culantro。culantro 上面啊，等我隨佢。我達到齋嗬，我先係你學我都看，我達到齋嗬，齋家就死啊，杜爛啊，我老講啊，就派齋，派齋，特別我朋友係知齋家錢啊水咧，齋水好玩咧嗬，一齋冇晒，佢哪禮拜就死去。我是講係你鹹冷嘅萬歲嗬。是唔是啊？我先好難看啫，我 post 啲血等等嘅啊，血等等嘅寫笨蛋血嘅，一邊有雜咩？對，係你是鹹冷嘅萬歲，鹹冷節啊！你依家叫萬歲乜級啊？叫咩？萬歲唔係講阿網事，我能真叫。泰國萬歲咯，泰國萬歲啊！嗱，泰式蘭州，即係 Vietnamese 冇用嘅，等等啊！即係真正好食啊！我製別掉，我就差幾吧，Vietnamese coriander 叫。南西我同你講，即係嚇，你製嘅時候，你問管伊，你學伊製嘅流，伊開花嘅時候，伊邊啊，我是漸嘅掉，下嚟伊邊啊，漸伊下嚟，我是有一粒安尼款成個伊花呢，下嚟就是伊籽到內邊了喂。我達到就是在家搖花咧，嗬！你我唔贊準做嗰度，你我嗰陣叫你查，你估俾喎？你老死嘅，我叫我俾佢，我看到有攤俾，我就攤依家搞聲，就攤拖卡。我冇誒，咱講到呢集，แล้ว同我是蘭州啦 ，went into 是蘭州 rabbit hole 咱阿哥還沒接過，咱講，但係咱講去哪裡？
是個食咯，是個食。我嘛佢先講曉甲出汁。特別咱無講豆油，只係無相款嘅椒青豆油呢。但係咱未講，確定咱得個啦。阿韓講食阿韓咪 pesto。哦 pesto 哇，無款 pesto 是 parsley 嗬。basil。哦 basil 炒 pine nuts 啊 olive oil。garlic。哦 black pepper。Parmigiano。我計有咯，如果講個計有。pesto 嘅 sauce 我有一擺小用Thai basil 來做 pesto。我可以冇想 OK 嗎？冇是OK 啦，特別可能咩？I sweet basil，即係 I sweet basil，冇相比。哦，伊冇相比嚇，Thai basil 會比是唔是較重？高讚塔較重較重。特別，我嘅小弟就講，你可以馬來會使用 Thai basil 來做 pesto，唔是 basil 咩？然後伊考我紅毛 basil 甲 Thai basil，你比掛，你甲我比掛。誒，你人有無朋友嗬？英文教你嘅 recipe 啦，我肯定朋友有。你學人即我頭擺咪是嘅。如來啦，就是過來。我先都教我講咧少啊，我家己話正看嚇。對咯，我是講有陣時欠買就之類嘅。冇事嚇。用是你做啫，你家己齋嘅時，我你太味咗陣咧借賺下，你咪是用太味咗嚟做呢邊。唔是，我有一個朋友是英文教你嘅 recipe， 教你嘅咧嗬。哎呀，我看我是我迄陣你教我迄 recipe 嗬。我用下面笨蛋嚟做啊！你看呢，我嚟。啲阿媽極佬啊！伊唔是極佬，伊就是愛加你 recipe， 我冇變白咯，仔哦。都冇我 recipe 啊。教你講本啊！伊好食，教你講好食個唔要緊啊！伊個哎呦，等於我 recipe 冇好食，咱問起來先講哪一個記冇冇對 recipe。冇食不要緊嚇，不要食不要緊，特別就講你明明用雞卵，伊講我使用鴨卵哦，因為你話就好笑嘅哦。誒，等陣對上。OK，等陣我個想到頭媽就人講 barbecue sauce。哇，冇有零。冇有零講 barbecue sauce， barbecue sauce 是隻 sauce，係 barbecue sauce 是 American 嘅 influence。但係講這種 Chinese barbecue， 你食迄個叉燒包，伊人是用 barbecue sauce，OK。了解，像美國有美國嘅。美國 within 美國嗰人咧借喎。Texas 啦，Korean barbecue sauce， 對，無像其他一個國家 barbecue sauce， 該無像呢。特別美國嘅 barbecue sauce， 較濟是較甜嘅一項有鵝糖嘅 base， 但有 molasses 嚇 brown sugar 對。了伊係 syrup 咩？maple syrup 啊，成個是 syrup 係。但係真冇係maple syrup， 樣做 factory 做嘅係 maple syrup 啦。特別了伊人係即個係cayenne pepper กับ paprika 嘅。cayenne pepper paprika 了伊有伊即 barbecue 裡面上面有咧咯，smoky 係叫咩啊？美國大咧食無像美國有誒。對，無伊無 region， 無像 region， 無像誒 barbecue 誒。無像來出來，你說 Louisiana 誒嗬，一個無像較 unique， 因為是 Louisiana 是Cajun 啊，伊是酸誒，伊唔是甜誒。伊 barbecue sauce 伊是清清嘅，成個床嚇呢，成個 liquid 嘅呢。England style 呀。伊是總之是炒，伊是請炒，伊只係炒嘅，所以伊樣嘅，但伊是 barbecue sauce， 伊是只路邊嘅熱辣，maybe 係 apple cider vinegar 啦。哈，你看咧，伊是水水清清嘅，對啊，一個無像，伊是叫 Louisiana 嚇。別使講是，就意思叫 Louisiana。係咪嚇？係 New Orleans， 唔是 New Orleans。但我想話係咪 vinegar 是炒啊？不，係咪 barbecue sauce 是 vinegary 嘅 但我食少量古早哦，細漢嘅時啊，了迄種嘅 uncle 啊，
啥冰落地的时啊，你放八卦，一个放一安尼，迄 barbecue sauce 在一人家己做的。你是講係落地乜叉燒sauce嚟，係你叉燒sauce嚟，叉燒sauce，叉燒sauce嚟 barbecue sauce 啊，叉燒sauce barbecue sauce。係你是當人嘅barbecue sauce，就是係你叉燒醬啊，面醬啊，特別咯，我甲你講啊，我去 internet 去找啊，迄個 recipe 啊，是大到做袂到迄個sauce出來嘅啫喲。sorry 我講唔對 ，North Carolina barbecue 是菜，清清嘅，你有看？伊是菜呢，清真焦嘅，你有？伊是 liquid 嘅。你講咩？但係你講咩？伊個你清清，唔你講咩？做袂到伊個 sauce。做袂到，我講我到 internet 去找，想講。安怎個 sauce？ based on 成個我人啥 Malaysia 係種啊，啥冰落地係種嘅 barbecue sauce 啊，แล้ว做袂到嘅，แล้ว成叫我去買咪你咁貴嘅迄個 barbecue sauce，แล้ว過後個要安怎去 mix 到出來本做本無相啊，伊是用你咁嘅叉燒 sauce start 啦，你是講。特別就無相迄 taste 本啊。伊迄個較愛喎，你。無啊，你我垃圾飛嗬，必用佢哋喝酒人嘅啲紅酒嚟做。紅酒？因為叉燒喝酒人紅酒，因有人嘅嚟做叉燒本。伊係食啦，做食。伊佢哋 marinate 佢哋就香了誒 ，because 有酒味本嘅紅酒紅色啊。我甲你講，我做叉燒啦，我一路來啦，我成個我媽 recipe 啦。我諗是 like， 我 traditional 嘅，我無成個香港嘅紅色嘅，我諗是用烏豆油嘅，我試下你叉燒包，我試是烏豆油、豆油蠔油、烏椒粉啊、麻油啊，你款香去試啊。冇我香啊，我香。我 Perak 人用嘅白得嚟，即係是我馬本上嘅，我食嘅，鑊底叉燒，我食嘅，鑊底叉燒。哦，鑊底叉燒就是講用點叉嚇。我是 pan fry 嘅，我知，我捌學過。伊每是夾水煮是啊，伊成夾水翕翕甲伊打去，然後咧嚇。然後差唔多大啲。個係淡薄白嚟，我較熟個食咧 ，actually。即係 very traditional 嘅出來人嘅做嘅叉燒啊，喂媽王客姑做叉燒包就是自己做，叉燒包就是阿你番做叉燒。有啲人嘅叉燒背後，伊唔是紅嘅，伊是成個 brown， 我豆油會食嘅呢。Yes， 就是安尼，係咧，就是。我熟個食咧咯，你用伊把較油嘅啊。伊食咧玻璃，佢咧佢叫咧玻璃叉燒啊。三盞咯，我較只是用三盞。哎呦，較好食咯。哎呀，等我俾 message 喂順啊。So that's why 伊用你係咪你咁嘅？係你是香港 style 對。教我。你使教我咗做當劍，講我用三盞咯，你教我咗做當劍。你學我 recipe 本？你當然講話教三盞。OK， 你試，你 marinate 你叉燒，你愛用豆油、鵝油、豆油是椒青啊。椒青，豆油啦，我豆油啊，我豆油唔係淡薄，OK， 你愛我食 ，OK， 愛食。然後豆油是 like 嘅什麼？等陣豆油啦 ，like 啦。椒青，椒青，蠔油，我豆油淡薄條食，然後你係糖淡薄咯。and then 胡椒粉，白胡椒啊，白胡椒粉鹽淡薄，你愛鹽嗰時，你講你鹽啊，買係隻啊，然後你就係淡薄椒咯，花雕啊，花雕椒。但是你係咪講咩樹蘭啊，沙魯，三叔。放喺你玫瑰露嘛是會本啊，淡薄。哦，玫瑰露成個OK。當做八卦嘅時係玫瑰露。玫瑰露唔知係點去到。我做一罐。Rose wine 啊，我做整個 Asian store 邊啦。哇，白家我做啲 Asian store。你 boy 啊？大咧。哦。大咧。有啊，這邊有 OK。得，你使係玫瑰露咧係。糖 then 糖椒啊，安尼咯，咱有 boss 啊，
花雕酒甲绍兴酒像哟，像我想啊，像，伊无像漂亮。绍興酒是講紹興即個所在，伊是出名花雕酒。哦，紹興是 specific a brand。OK，唔是紹興是伊所在是。OK，伊 region。花雕酒是伊花雕酒是伊酒嘅名花雕酒。OK。然後伊人講紹興做嘅即個花雕酒是好出名咯。伊是成個 champagne 啊，成個紹興。OK，then 你係特別花雕酒。係啦，你胡蘿唔是胡蘿，你玫瑰露。玫瑰露嚇酒啦。了，安尼咯。了嘅去試 ，OK。嘅試咯，試幾大點正。了試伊 sauce 貴少，還是什麼骨對個口就會啊？你愛伊隻，你嘛較伊個你安怎講？我煮嘅時就是我一頭下落去貴，你參加係咪？伊接㗎了，就煮係淡。OK，所以貴淡滿啊，所以成啊沾了淡薄啦。呀，你下油頭先，特別白是出水本都試啊。對，特別你煎個一半時就俾起淡薄水落去，可以伊別炒去打聲。別炒去打，可以煮個伊慢慢滾，伊接慢慢打起，成個所以你成個慢 ，actually 攏看你電視機，你馬來西亞就出名你安迪料啊。伊捌做過，伊係小弟做嘅，伊小弟捌在伊厝煮過本。你伊是成個來燜嘅對，伊個來 brace 嘅對。brace 咯，就是你 brace 小菇啊。你阿格你，你炒是成嚇，咁樣把前面 sauce 去炒成嚇。唔是炒，你可以煎成都咪。煎。你下油落去。所以你咪是買對 sauce 個攞，你成一條嘅去煎成。你煎，一條佢去煎個伊。煎了夾起來哦。免夾起來，頭了就倒嘢。倒一隻 OK。 The balance and marinate 落去。OK。下水落去滾伊慢慢，差唔多愛煮個伊達達，你看。你愛滾，係你阿格就比較久咧，會嘅，半點鐘咧。半點鐘20 to 25，半點鐘。OK， 嚇 OK， 了解。所以已經是食嘢啦。大火，啊啲慢你是別使上大火。用 medium low，所以較夾火啦，別使上伊上過迄個無係慢的伊啊嘛，แล้ว伊快打嘛，炒會打啦，內邊都未食過。แล้ว我阿媽煮嘅時咧，伊滾嘅時就是吸掛，要扣可以冚咩食咯，你講。所以黑嗰陣時我靠伊做叉燒包就是，佢比如話古早我唔買那個叫做叉燒包啊嘛，做如果第一要見到時做叉燒，大節做個幾攞叉燒做一燒呢個。你煮個伊差唔多要打水嘅時，你開過啊？開過，然後你就看伊，你差唔多愛食啊，你就 check 伊夠耐未啊？應該 normally 是食啊。你 sauce 咪是全部結結，然後愛黏啊咯。呀，你講過係巴利哥？係巴利哥是差唔多愛好嘅就巴利哥。特別我整俾部條巴利哥就好啊。係 honey， 唔係係湯三湯落去本嚟使。OK，三大波湯到面頂嘛，แล้ว伊湯嘅搖嘅時，伊嘛成個伊多伊結黏嘅嘛 caramelize 來去嘛切咯嘅叉燒。Oh my god，好正！我不得了 ，OK， 各位聽眾，你拜再見。即係你sauce是唔是做攞幾塊？別啦。攞嘅卡是啲啊，特別我香嘅你，我想攞下咧是咪係烹料嘅？吹唔到巴利哥啊，白色關嘅啊，應該是有啦，我唔係吹。白色關嘅，毛豆，毛豆，巴利哥就是毛豆。OK。但係別白色關嘅。我特別去吹巴利哥，我就吹唔到。笨蛋啦，巴利哥。但掉冇啦，真係。毛豆。我吹巴利 paste。Belly paste 全部嘛 belly paste。OK， 我只頭去 try 看 ，because 我真係你用3盞一條做啦。你買皮啊，你皮愛介紹。哦，特別有皮啊，還是買？哦，特別刮起。OK， 我 Costco 買冇皮嘅。Costco 買冇皮啊。OK。我買皮。哎呦，好料咯！我可能講我當時啊，定住我講過啊，我當時小隻。380嘅時候，我去 Costco 啊，我買我是攞條，然後佢包起來，我夾幾條出來，แล้ว我下到啲
你 air fryer 而放到馒頭位 air fryer 而唔會即係 raw 就 air fryer 以後，你煮好一聲咖喱嘅款，你愛切咩使，但是你買切咧，一個邊嘅 render 你就搖出來啦。你規條伊就冇聲金個口就冇咖喱嘅嗬，你夾到夾嗬，你嘅嚟換淡薄嗰啲gochujang嘅sauce，哎呦，真好食！好食啦，barbecue 我看嘅只，因為只你個只快，你知道我 barbecue 下夾8分鐘就好誒。喂 air fryer 係冇啦。你明講只金滿好啊，伊淡薄成個外口淡薄打咖喱嘅嗬，就真好食。我嘅有我當時食。人誒你擺個隻嘅 ，OK， 冇笑打啦，個真係落3節啊！冇四三就會講就有見 ，OK，then OK 嚟，然後我就隻 sauce 咧，嗰後面嘅 sauce 個人冇講掉，冇講淡仔講椒青嘛，或者係像講你即係別使講啊椒青，八神煲嘅 sauce 啊，等陣未講講八神煲時，人講你椒青先，椒青或者係行款嘅，對，阿咪。人即係椒青，應該咩叫咩生抽、老抽咩醋嘅啊？生抽、老抽，嗰個土醋。有啲厲害啊！頭抽。OK， 我教你講，較濟呢是一人 classify， 是一人用 Chinese 嚟 classify， 特別較濟呢本是我在 marketing strategy。這個是頭一個，這個是較 the first。嗰頭醋就是講，伊頭一刀挑起來嘅係你豆油。first draw。頭臭，後面老臭就是這個是真正老嘅，就是我試要食久了，或者我用這個來做好擼嘅豆油。something like that 啦。So actually almost 嘅咁上。老臭唔是較烏啲咩？較久啊嘛。老臭咧，嗰時較老。所以有時候講，依家即係硬尖條，依個你豆。一個豆嗬，然後伊咪是做尖條咧，伊咪是發，伊咪是可以發味咯，唔是發酵。我學嘅我唔要講話發起曉啦，攞去起曉，發曉。即是人阿龍啊，特班人樹有意思個困，阿龍個困話你看，我困緊一啲啊，你水啊，但係冇覺得佢吹啊。發酵唔是叫發呢？攞去發啦，係咪必可以發對？可以發了，伊咪是伊咪是出伊煎嘅水咪是成個豆油然後咯，然後你咪是伊跳起來你是頭一刀一樣係鹽嘅就是，然後跳起來係是叫頭 first draw of 伊係然後有鬼係水鬼哦。冇係水啊！冇啊！你 first draw 咧，伊水就當然來啊，但是你 draw 你冇 draw 個料，未必你 draw 淡薄呢，係。一隻冇，你 OK， 我是 based on 做紅酒啦。normally 誒冇係水嘅，伊是whatever 你唔使加水啊！我依家佢發嘅是出水嘅係。因係酒邊就烤雞嘅，唔係。唔是，一係鹽㗎，即係 kind of yeast。what kind of yeast 啦，特別伊是係一種嘅 yeast 啦。我是做紅酒啦，伊個係生水嘅。OK，係水嘅。因為伊係特別 microorganism break down，because 有 oxygen 嘅，I mean 一隻伊 protein 嘛，伊豆是 protein 嘛，你知啊？伊 break down 嘅 protein。對 break down 嘢 protein 出嚟。你頭抽跳出來啊！伊是跳緊料啊，แล้วก็可以 continue to ferment， แล้ว伊個再生水。冇 continue ferment。I think 伊冇啦 ，maybe 是講嗬，伊是有隻大嚟講，所以伊 first draw 是講我即係是。伊硬啦面只隻咧。OK， 伊冇入個料出嚟啦，伊冇 dry 啊，伊冇佢就係 continue ferment 咧，伊 first batch 入出嚟，伊就講 OK，this is first draw 啊，即係第好料嘅。第二你用換嘅時都能 normal 抽成咯，一啲叫老抽咯。係咪一啲？我老實講，伊慢慢。一點啲落去叫做，一啲是老抽係嘛？唔是啊？伊講特啲頂面你跳出來，伊啲是生抽是不頭抽就是講伊把路家未
time by time 嚟講，點寫伊是未發隻久過啦，伊就跳起來，所以清清嘅呢。你攞可以浸較久，伊就拿來食，拿來拿凍去，係唔是 ？Yeah， 是 by the logic 是安尼講啦。生臭老臭咯，真係。嚇對。誒，頂住你甲我講，蝦米物件做唔對誒？蝦米物件？人講成啊？蝦米啊？你甲我講，somebody 唔，你講做唔對。你講伊叫 even though 伊叫做招清，蝦米啊？你講唔知咩頭？頂住你甲我講，伊是咁咪叫唔對誒？哦，蝦米抄？你講蝦米？伊字叫唔對嚇？嚇！你講寫嘅字，伊抄嘅字無對。啊，臭！你話再講下伊臭，你係咪意思啊？頂之前你講 clubhouse 時，你講咩？伊 actually 寫唔對，伊字老臭嘅臭是字上咗寫，我都表寫。即係咯，我寫 draw 是唔是 draw？成間你掃光嘅臭，然後掃起來臭又跳起來臭啊！跳起來上睇我寫到 clubhouse 即係臭。即係臭咯，對咯，伊人是用即個字特別，I mean 伊人講嘅話，講嘅話唔對，是講生臭、老臭。嚇，係咪咁對？我都未記。係啊，你同我講過，你就係我時候未記時講係咪咪叫？都是即個臭咯，都是即個臭，生臭、老臭。等我再寫下鄧蘭字，我開始我未考，我先我記得。哦 ，OK。特別你講嘅物件，伊字寫唔樣 actually 讀啥物，樣是讀臭，咪是臭嘅，唔是咩？講話跳起來咯，抽出嚟咯。嚇！特別你講嘅物件唔對下字，你講我講 actually 樣講嘅這字特別伊字是啊 ，I just 有時這小人生臭 ，I just know it's all soy sauce 嘅。Okay, good。特別人咪是講椒青咯，椒青就是成個頭，椒青是叫做生抽，我講話叫生抽。生抽。แล้ว頭抽是特別 special， 較早嘅椒青嘅時 Q 熟出來嘅，就是叫做頭抽，有時 first batch 咁款嘅 virgin 嘅 virgin， 對 virgin soy sauce 對。virgin soy sauce。我佢驚嚟啊！我佢驚。老抽咧，係咪嚇？老抽咪是老記咯。老抽是老記。菇料嘅。老記冇。老抽。我佢驚可能。老抽、生抽、頭抽、老抽掉。OK， 頭抽、生抽、老抽，咱學嘅話就叫做椒青加鵝豆油。咱叫豆油有當時 ，OK 有當時啦，但是有人講講學嘅話豆油意思就是椒青，你講鵝豆油嘅是就是黑油咯，就是對老抽，老抽。But I I don't like that because every time use become so black。哎呀，我是嗰隻鵝物件。that day 嚇，俗使講嚇，椒青是係你路人去嗰邊店嘅你。對。嚇，伊講無相嘅。人講無相嘅，對，伊講椒青甲豆油個無相嘅。椒青有可能是頭抽嚟嚇。無相，無到你無相。唔是啊，椒青是啥物事無相？你講下。先至你講到你無相。我是個別店。伊係迄個食波食食女嘅對。係咪無相啊？係咪數？伊講甲白誒，甲白嚇。特別同我咧，伊講安尼看咧，喺個別店食咧，我是講迄個是臭巴利亞誒。對 ，OK，for why 不是感覺對椒青呢是較青，是講較切白嘅豆油，是講都不是有可能是頭抽嚟咧，頭抽嘅是較青嘅嘛，你較無得鹹嘛。頭抽貴啊，hello，頭抽真貴哦。嗰時是 virgin 嘅時候 ，OK，maybe 是摻水。頭抽椒青是摻水嚇，椒青摻水啊，咪是較青去咯。椒青我識講。有可能嘅操。學嘅話嘛，椒青啊。椒青嗬，有可能是伊迄個豆油摻水變做椒青，有可能。即係
到尾問阿龍啊，你就四人邊嗰啲困咯，阿龍。負責福建嘅時，有人有嗌都是叫豆妖，還是叫椒青啊？伊啊，伊困了梗係未清話，配多冇解貼啊！伊卡出來啊，就是伊困未清，咱鬼名直直講伊，我都就開困。伊含邊冇幫着人，講伊無照嘅咩？伊無簡單。伊含邊冇成幫着人。伊後背安尼大咧，迄個垃圾你是指控制啥呢個？OK， 椒青人特別，若是講啷知嘅人啦嚇，了解就講椒青是唔是夾豆油參可以清嘅，還是叫椒青？都係每逐西講嘅。你意思醬嚟嘛？豆油是裝嘅醬嘛？你參水咪是清咯。但係咱咪白只每逐西，但係逐西嚟就啊，聽到人講幾個數，家己人到學校邊講誒唔加聽啊，走去啊。OK，椒青是咪是用到迄個粿條湯嘅，係裝嘅豆油？是哦。係你我叫豆油咯。伊人是 explain。不。OK。椒青。迄個粿條湯嘅啦，伊人運嘅啦，我人運。你想運番椒啦，可能啦。嚇，運番椒啦，伊人甲我人厝內，我人買迄，我人講嘅迄辣嘅咪soya sauce啊，無成本誒。伊較甜吼。totally 無成，無伊較辣誒。就是我就是講咯，有可能用椒青是有摻過咧，因為做咩事人叫椒啦？我就是我家己阿家啦嚇，咱若是講人知人甲人講者，未必咱聽邊啲學嘅人有到啲豆油 industry 啦面嘅人會甲人講。我捌看過嚇，特別個你講啊，Japanese 是有一種嘅豆油哦，椒青又好，伊是白嘅啊，伊是 light yellow 嘅啊，伊唔是沉水嘅咋。特別講好人叫做白油係咩啊？白油是唔是椒青？白油是椒青，特別。Because 這個是 from the 話，actually 唔是 from 講好話，是 from cat 話。哦 ，because 白油加豉油嘛。伊人做唔是伊人做佢哋豆油嗬，伊哋係入去拍節嘅嘛。แล้วcat 話是講伊人入去拍節啊，佢哋是一款嘅油嚟講，拍油拍，cat 話是講拍油就是แล้ว講唔知係咪是紅音？講好話就講白油，because 拍油人都 translate。我就講白油是 because 伊較早伊冇呢 ferment 嘅菇冇呢熬過，所以伊是叫做白。唔是伊人 because 伊做嘅 process 是伊人係拍字頭，所以拍油。即是你聽過人講嘅呐？歷史啦 ，OK。嚟個醫保，比如醫保會客人真濟，講冇人本真濟嘛。maybe 伊對客人講嘅咧，然後伊不要判，然後伊就講拍油，咪做白油去。哦，點知你甲我講嘅咧，就是有咩臭啊、咩粗嘅，就是差唔多那款，你成日 miss 掉去嗰啲。生抽就是 first raw 頭臭。我是講頭臭，頭一刀跳起來，我 explain 互人聽，係咪是頭臭嘅意思係頭一刀跳起來嘅豆油，virgin 頭臭咯，就是叫頭一刀跳起來，頭一刀夾起來嘅豆油嘛，頭臭係是叫 first raw 嘅。特別即係淡仔就半件無別使講別使講嘅迄個講就使講迄個椒青嘅，我當然拿來拿懷疑講是伊是椒青是豆油摻嘅，所以因為家己摻，我是咪有椒青有可能有淡薄係淡薄糖啊，係咪 ？because 我係基本係反做嘅，我有當時我俾溫成啊椒青嘅嗬，我有當時伊豆油上鹹嚟講嗬，我係加淡薄水係淡薄糖嘅。嘛是成個脆糊啊，你看咯。少你家己做，你家己。我當時買迄個脆糊嘅豆油。然後嚟換嘅款，我就是個只，你讓我成日咩飄啊，講是個只嘅椒青啊，到底馬來西亞嘅，我係記我係知就是個買嘅 apple 嘅。apple 嘅，邊兩人較濟是屬個只 apple 嘅，我感覺到。嗰另外一個係咩？嗰另外一個飄滿就出名，我想唔記係咩啊 ？camel 嘅啊 ，football 嘅，唔是 football 咧，係咩啊 ？football 嘅喎。我一個囡仔囝拍球誒，駱駝，佢一個就。camel 是學豆油，camel 是學豆油。
我嘛是買 camel 嘅豆油才出名，特別豆油，椒青。有一隻嘅，甲是三隻嘅 ，depends。我咧看三隻是較愛哦。會，伊是無相 brand 嘅。無相 brand 嘅。成間咧漸地咧三隻長嘅咧。三隻就會比車粉做比車粉對。OK，所以椒青不，我是咪講你豆油有一個咩名？哦 ，rose 花那個咩啊？是啦 ，rose 啦，個 apple 啦，你自己食啦。OK，難。誒，你去困㗎咧？你去困咧？佢哋未必話講一半四三時，你過嚟講，那時就請起來。四三時講條豆油。冇啊！但講伊未打呢愛困咧。OK，bye， good night。誒，你除掉啊？我除掉了。Shopee 我講時我 Shopee 未開掉嘅喎 ，Shopee。不要緊等陣我呀，變看我會。依呢，我哋要我落影嘅就衰。share screen 好似係咪先？你 share screen 嚇，你 share screen from 你。但係我未到 Shopee 買物件，即 region 我未maybe 我就落影啊，是我落影過。OK， 等陣嚟看阿涵嘅 share screen 嚟。講到夠咖喱。咖喱醬嚇。咖喱醬。哦，那插波拉食法。Light soy sauce， 哦，有喎。這裡是防不落嘅，我冇看過這裡喎，原真啊，我看我去 check 啊。這裡有這裡物件咩？信記。sepak bola sepak。原真。哦。原真。一定是檳榔，這裡唔是檳榔嘅哦。唔是。誒，原真有出鵝豆油嘅。哎呀，做豆油槍都是有誒，椒青都有啦。有出鵝豆油真出名誒，美國我那個氹俾原真，加嗰一個紅色嘅，迄個吹袂掉咧。這是中國，唔是中國。有一個新女嘅，插皮達達哩。插皮達達哩。一波嘅啫，插皮達達哩。我是一路來先，我是用下個蘭花咯，我豆油是鹹嘅。我食嘅豆油啦 ，actually。蘭花係豆漿嘅店。yes，我是用下個豆油嘅，所以我一路來我豆油咧是鹹嘅，我豆油是索啲嘅，所以我愛家己我嘅係。你家己做椒青，你家己做椒青。我家己係，成日我煮菜，我對俾係淡薄湯落去balance 嘅鹹啲，所以我就冇用安尼啲嘅椒青，有人屬個甜就是 apple 嘅啊，我就冇安尼屬個。because 你有湯你別 control。對，呀對。明白。無，我個暑假頭差唔多那邊嘅，成日嚟有嚟椒青是差唔多個 sweet 嘅嘛，有個 sweet 嘅，係講是個雲拿燒啦，雲拿。他們嗰個小調咧夠椒青，去巴插udang，係嚟食貴哦，係咧。伊不是甜甜嘅。伊甜特別，你會使去 control 伊 ，because 成日講你無小心，等陣落上甜，個調你豆油落去佢，等陣上鹹，等陣個落甜。他們嗰個小調咧，大往馬來西亞人咧，咋講嚟啊？咋講？用下你豆油，紅毛豆油。我就用紅毛豆油嘅蓮 berry 條咧，還是 Maggi 嘅？嗰個是韓國我就係用嘅，就是用 Maggi 嘅，係咧。你做什麼？咱做迄個，咱做白啲啊，特別係即個你切幾那碟。係咪？都係做咩？做白啲。白啲係咩？係你白，係你 burger 哦。你切淡薄落去真係香嘅，你係白。滴一滴嘛，Maggi，咱嘅廣告是講滴一滴，唔是一定當時。滴一滴你切淡薄落去就真香。你是唔是有人嘅來做迄個人運 barbecue 嘅迄個？不是有愛下一個愛摻一個 Maggi 阿莫豆油落去嘅，伊本是切。阿莫豆油是 Worcester sauce。是 Worcestershire 呢下對。伊是較水。因為阿達比嘅 brand 是哦。Maggi 有啊 ，Maggi，阿達比有啊，我唔知我出啦。阿達比有啦。咩 Worcestershire 是 Maggi 嘅是加係蓮 berry 你冇想嘅哦。冇想，Worcestershire 是蓮 berry 嘛，係蓮 berry。然後一個 Maggi 嘅時講，我就是我這邊特別我做 Western food 啊，特別用這個你知啊。冇想，你諗你burger特登係。哦，伊冇想，伊 flavor profile 冇想嘅。
無像。我想我是像嘅，我是阿莫豆油加 Maggi。Worcester sauce 有淡薄上加嚟酸下淡薄嘅啊，你 Maggi 嘅咧上加雞精參周清嘅哦，但雞精參周清嘅胖，一不加胖，做一 burger 嘅 patty 啊，所以就係讓 Ramly burger。OK，我明白啊。一切規定，切淡薄落去就是加胖啊。誒，但我講你是。我講你連 berry 呢係你阿莫豆油嚇，你叫阿莫豆油啊？阿莫豆油，阿莫豆油，好笑啦叫阿莫豆油先阿莫豆汁，伊是往隻 burger 往 barbecue 是用嘅。啊，對 ，barbecue 是特別用一個咯，一兩係淡薄。你要做很少本啊，我豆油差唔多粒青參就咪布隆，你係我豆油就。有係這個本掉，你食下你落地巴比嘛？係落地巴比掉，落地巴比加黃色都換春餅，是冇換很換嘅春餅。你一個我小掉下你係咩？NHK 邊冇是要換這個醬。嚇，是你講嘅醬下，你講下你會曉嘅醬是唔是什麼？同我講嘅呢？就係這個我豆油。有長頭淡薄，長頭環椒，係嘅啦，本嚟啦，唔係嘅。嚇，對咯，對，係你是係咪椒？我特擺成我係你就是淋จุ啦咋？唔是係你唔是淋จุ，係你是呢度是用阿莫豆油，the main 是阿莫豆油。main ingredient 是阿莫豆油。我第一記就是係你春餅是這樣哼，阿爸落地巴比。有阿莫豆油冇長頭，加環椒呢，冇長頭。哦，冇長頭。阿莫豆油加環椒，แล้วอันนี้เนี่ย冇長頭，冇長頭是淋จุ淡薄誒，你係淡薄誒糖伊個 Worcester sauce already 酸咗誒，對 called Worcester sauce 唔是 Worcester sauce 啊。Actually Worcester 是Worcestershire 是嘢Worcestershire sauce 係唔係？伊是 spell 成個 Worcester because 特別伊是咪 Welsh 啊？伊是 yes pronounce Worcestershire 是到底啦？County Worcestershire sauce 啦。Worcestershire，特別只啦，不要睇。我頭一個 acting 嘅 script 就是有 Worcestershire sauce 喺入面，所以我特別去 consult 我先生看咗睇 Worcestershire sauce。特別唔是睇，伊是 spell Worcester，特別伊是睇 Worcester。但個如果蝦米 sauce 個阿家講，但係路人哋講係你調拼。It's a different grade because and also different flavors depending on 伊係蝦米物件落去，啲 ferment 伊有嘅要係 spice， 有嘅要係mushroom 落去，了係你老抽、生抽係你個了是伊 grade 嚟，都是伊看個頭抽，你在人大啲豆油鹽滷啊是袂，你就係講我袂豆油頭，就是係你標嘅。豆油頭就咩是生抽啊？是頭抽啦。豆油頭 ，OK。แล้ว生抽誒？椒青咧，同我講椒青，生抽是豆油咯。不，嚇，椒青 ，sorry。椒青咧，椒青係咩？生抽是椒青。好。特別冇，但我講生，但定義是就使講嗬，伊講椒青嗬是甲豆油唔是像嘅咋，伊講椒青裏邊有豆油，我是懷疑啦，伊講椒青是用家己摻過咧。豆油啊，豆油 to most people is 豆油，豆油 is more to most people is 豆油 ，OK？ 增加但是講。有係你嗰支行款嘅，到時係你 dark caramel。係你我叫豆油。豆油。豆油頭。係你吉結嘢都就係豆。哦，知。係你叫豆油頭，當你講生頭抽是豆油頭。豆油頭加豆油頭冇相。豆油頭 ，OK。豆油頭是一本嘅 call 係唔是？一啲嘢原來我明白啊！特別係你有 caramel 咧，是用只有下啲啊，係糖嚟頂伊拉 caramel 嘛。伊是
伊是家己的，伊无清的。豆油，黑豆油有清的，你知哦？黑豆油清嘅嘛是，我这边啊，买往叫老炒，嗰是清嘅，伊无黏黏嘅。黏黏的，哈，伊是叫伊是 dark 係食 soya 呢， sauce。哈，dark soy sauce，是食水了。哈，伊係食呢，油頭，黑豆油頭呢，都是結的。哈，豆阿媽我聽人講原真有黑豆油頭，特哈，別無椒青。哦，了個嗰一個就是長針，較好食就是長針，特別這邊嗰邊。頭晚佢叫最唔是講頭晚阿韓看，講你 football 係原真喎，特別伊是原真喎，伊是寫原真嘅 football 嘅椒青，椒青啊，伊是特別伊是小英是 football，特別伊是賣原真嘅，哦是啊，因為馬來西亞是長針，CHEONG。長針是伊個無帶絲絲格格。哦，長針，特別原真冇有來做杜卡。你馬來西亞長針是伊無帶絲絲格格，伊 label 是紅色嘅，伊是 caramelize，伊真正滴嘅。錯，伊黑錯做杜卡。伊當今有出椒青本，椒青本有啦。當伊椒青伊 label 是白色嘅，即黑豆油你 caramelize 結嘅是紅色嘅伊 label。我用迄個，我特別對馬來西亞規更試過。你夾伊是玻璃罐嘅啊？古早是玻璃罐，當今冇啦。plastic 啊。哦。阿 John， 我看到原真嗬，伊嘅 logo 唔是色白布啦。伊是迄個福祿壽嘅，I think 是福啊，迄個夾迄個。Maybe 要出無相嘅，無相 mix maybe，但係。哦，豆油。來看伊 register 是蝦米名？伊寫邊原真啊，原真特別伊嘅小英是福祿壽嘅。I mean，龍店用。我鄧人字嘅相特別漢那字特別無相嘅，老實講，伊會飄在哦。有人用呢迄是花雞結的，本是結的，特別我無用花雞要甲長針差不多像，特別長針我較su覺用，人用花雞，馬來西亞。我不是用su覺用花雞黑豆油啊 ，caramel 本會使花雞。我無用花雞，我較只用一個長針的。花雞是想是。係咪？點解你講咩針啊？香啊？長針 CHEONG。香針。長針是嗰啲紅 label 嘅啦。長針 cooking caramel。白底紅 label。哦長針。紅嘅。即伊是舊嘅 brand 咧。伊是即個吉祥嘅祥。長針特別。我用即個呢是，because 用伊黑醋煮杜卡水。杜卡醋本即新嘅冇多啦，即細罐啦。I mean。我會記長針我會記，我當看到我會記啊，伊個罐。你啲邊咧有真係豆油嘅 factory， 就試豆油嘅 factory。所以我搭過去伊個 factory 會買嗰啲 Fatty Spark Mount Eskin，not Fatty Spark Mount Eskin， 都就係 Mount Eskin 嗰網入邊，裏邊有一個豆油 factory， 伊做就係個 Rose Brand。對，但我講到 Rose Brand 對。呢就是，係你 uncle 個 still 活過啊，係你老了個 still alive。即係出名啊！依豆油。係你5 liter 啊，5 liter。豆油啊？兩度是講你就用就久，伊就結，伊就黑咯。若是講豆油啦，是冇用一久就嚟就黑嘅，椒青。伊久咧，伊會黑去，伊會食。伊食嘅unless you have。亂個自家食較鹹嘅椒青，還是較甜嘅椒青？食啦，食有呢是。Actually, it's not the 鹹或甜，it's the 味，你知係豆嘅味。有嘅椒青無安尼香嘅，伊無咧豆嘅香。我無是較食鹹嘅味。你結個晚咧，你唔是你。結個晚，US 嘅結個晚，係哎呀，你試鹹啊！成日都去 Chinese restaurant 嘅時候，學你會一白呀，你試鹹嘅。So
要食伊豆的味吗？我是當今我吹到一個會嚇我人食，然後我是個食我規間厝人家是個食甜嘅，伊是叫做你感覺飄嘅，特別伊叫做咩嚇？伊黃色嘅怪，伊是金色嘅怪，叫做咩唔是頭抽咯，唔是咩係咪？伊唔是頭抽嚟，伊唔是頭抽嚟，伊是。哎呦，死我想不起啊！我這邊走去樓頂去看，我成對叫咩啊？你敢記premium soy sauce 啊？對，yeah，你敢記 premium soy sauce 我吹看對，伊金色嘅伊咧，你敢記 premium soy sauce？ 哦，若是講你敢記呢，我是近日用嘅 oyster sauce。actually 唔是喎，咁唔是，我有一個本特別，伊唔是即我講嘅，伊是叫做 sweet。咪是吧？我想唔起哦。等我 message 我嘅 niece 看，伊特別買。這是一叫我明明叫小英啊。你叫我你我隨掉啊！你導遊咩即個甘草。係咪即個生抽啊？是特鮮生抽。你咁嘅十你夠你㗎啦。我隨掉，我隨掉。特別是老粗唔對，伊食伊掛唔對，伊唔是老粗嚟，伊是。十你夠你㗎啦，是劍色喎。劍，真歹吹。哎呦，叫做咩啊？咁得嗌攞行要 premium like premium。特別得可開，我唔是個這嘢得。我冇咪，我 actually 我聽到想講老粗，都是人家誒烏豆油，其實唔是嚟。唔是。伊是無伊個鹹咩可能無伊無 caramel 誒，無像淡如講咩頭，淡如講咩？那豆油是咩啊？就講知講咩啊？即係講頭抽是叫咩？我豆油頭，唔係豆油頭啊？我豆油頭，我豆油頭我豆油頭。啲老粗無上加我豆油呢結。啷家己講啊？對，伊無結咧。啷家講我要去樓頂看者。好我看到迄個啥物小英，我被打喊的時候，我幫你叫佢講。伊個gold 嚟top 嘅是 Supreme soy sauce。仲個唔是，唔是 premium 啊 ，Supreme。因為伊特特嚟掛個了，特特是 coated with the gold color，like gold color。對。唔是啦，伊 plastic 不是 gold color 唔是。伊係 outer packaging 係。仲唔知是唔是 brown cooking soy sauce？brown cooking。伊叫做 Supreme soy sauce，一個特別唔是特別有嘅咯。對，你咁嘅伊不有本嘅，只我看咧 YouTuber 咧，係咧 auntie 你有介紹，伊去翕伊嘅 factory 打麥考嘅位嘅。伊講有咧，成個馬來西亞有咧別家，伊人有來甲一邊賣，甲一邊特別有咧播。我諗冇咩 choice 嘛，都冇買，你咁嘅，都就愛買中國嘅嘛 ，Pearl River。珠江牌嘅係咧 Pearl River。有我諗買。珠江嗰邊冇劍蘭咩？劍蘭呢 brand？我有見劍蘭，阮下邊個劍蘭未接。劍蘭是多羅嘅馬來西亞。嗱。冇劍蘭，雪菜所晒或者甜嘅and it was 嗰隻甜嘅嘛，叫做煲仔飯醬油。係咪？OK， 伊是甜嘅，較甜嘅醬油。美國，你咁基本？美國嗰個賣一個馬來西亞嘅波波。波波生抽是一波嘅波波 brand 是 from 冇食嘅，baby 嘅嚇，波波一波嘅。我知啦，伊 sauce 啊。冇食，我不知道。嗰你有？哎呦，有。唔係講你話嘴，講你話嘴，冇一啲哦，嗰啲
I think 这个都是上加咯ABC 咯唔係 ABC Apple ABC。Apple 阿 John 我剛剛問我愛買佢哋 crate 曬搬埋嘢呢沙白白隻啊，買一個 container 去美國。啊，一個 pallet。啊，一個 pallet 接去 import 接去美國。你在地條邊啊？我知啦你。我成個我拌 fruit 呢係。還是叫做 sweet sauce， 甜嘅 sweet sauce 啊。sweet soy sauce。伊唔是鹹本嘅嗬，我唔捌食過。要鹹本啊！你去 try 看，若是講你自家食係咧偏甜嘅醬青呢，你都自家食隻啊。伊是 vegan，你食來？個是 rose brand。是哦，伊是 vegan 嘅哦。等陣我看下。要少啊！係了酸誒，馬拉就青係白啊。冇樣是要糊嗱，係了。冇。糊，唔是糊咯。Ingredient: water, sugar, salt, caramel color, soybeans, wheat flour, MSG, monosodium glutamate. Is that the one they say for dim sum and rice? Sweet soy sauce for dim sum and rice? 不加防腐劑 or no preservatives. 冇意思係 for 煲仔飯。哦 ，for 煲仔飯。I think 即個伊人有嘅 process 過嘅。個 process 過啊嚇。啊，即係煮煲仔飯。我真係暑假食，真好食。Actually，這是我除掉下，我除掉。第好食嘅。我除掉第我諗食係咧 Apple，你聽到是我知嘅，早晚呢一隻暑假食啊，對 Rose Apple 不換啲內票 Rose 嘅 Apple，讓哪裡？Amazon 除掉一罐，你寫是 vegan 嘅。哦，這是 vegan 啊？Amazon 寫是 vegan 嘅。我冇睇到，意思講，但我看到糊嘅是意思講 suitable for serving suggestion, great for seasoning casserole rice， 這些煲仔飯咯 ，stir fried noodles and pan fried food, also good for dipping all kinds of dim sum。哈，就但我都講。炒麵本應該好食咯，即係一啲啲，我就是食啲啲。I think UMSC 上加係你越南咧 Three Mountain 咧。我嘅嚟就加州嘅布隆啊，係真嘅，我係食。前啊，你咁嘅即係 sweet soy sauce 啊，冇俾 China town 嚟 shop 嘅啊，我冇俾啲 Chinese supermarket，伊俾啲 Ocado。Funny, Betty Ocado no. Ocado sa may Japan店。Waitrose ang mo eh。哦，我這無我就對當人店嘅俾我。Maybe it target 係咧ang mo 嘅人Because 冇 Ocado 有邊哈，當人店我冇看過都知哦。然後啊，那是你去。你是講嘅成阿歪啊？我一罐啊。講嘅咯係你 sweet soy sauce。哦，OK。講 for dim sum and。對 dim sum 煲仔飯。So ini nyawa baru bakery lu ini baru lokal be cipun ciki ni kamay ki sapu sapu 20樓啲嚟。我佢驚你去 try 下，那是你自家食咧蘋果還是 rose 醬青嗬？我那時候你自家食這本 ，even 那是伊講伊較偏甜，但我嗰陣時鹹食嘛，一較貴。我買後我摻淡薄較鹹嘅醬青，然後伊變咗鹹甜呢。我是 feel 到伊淡薄 by itself， 你換物件 OK 啦。我 feel 到伊淡薄偏甜，所以我哋使加淡薄平常嘅較鹹嘅醬青咧，會 stretch out 伊個字。阿 John 啊，你 rose 加你 apple 係你就青嗬，是頭炒嚟。哦，是頭炒。特別要 add sugar 落去。譬如我買得人攞鼻，隔音鼻。要代理啊，依個代理啦，依個 distribute 啦。但係我每路嗌埋嘛，路嗌埋我路。嚟學路啦，一個 pallet，特別一個 pallet 啦。哦，但係 Malaysia rose 是換物件呀。哈，我未買過喎。會使炒物件，特別是快貴啦。佢直接換嘅啦。我除掉啦。Rose 我唔買對嚟喎，我買兩罐對嚟喎。嗱，即係話是換 label 嘅。
，rose 嗰是 apple 啦，嘢啦。你咁幾好人 like soy sauce。人人真好。伊有糖誒，伊會下糖那邊嘅，所以是換物件，就係點就是碟嘅啦，唔是嘅嚟炒菜入邊啦。會使炒菜啦，特別較貴咯。成本啦，哦，係啦，炒菜呢啲是係較鹹嘅豆油。炒菜免加呢甜嘅，你炒菜是你家己調味，你係家己使下味素，你使下糖嘛。鹹嘅豆油。對。我古早買一個soy sauce啦，伊是香港來嘅，伊好食，特別我隨便調，我古早 LA 伊是永餐啊，YUNG 啊 CHAN 是香港來嘅，伊好食，伊有出草本嘅。Julie Easter 講。橄欖 is nice too 哦，我不聽橄欖嘅 soy sauce 啊。橄欖啊，咩橄欖？我隻都冇食嘅。我咩錯？你是橄欖啊，是劍蘭。劍蘭梗係橄欖。橄欖。我對伊講呢，你講係寫橄欖嘛？我隻就意思橄欖，所冇食嘅。你是劍蘭哈？對，我有知喎，樓頂有喎，即罐。劍蘭啊，即個脆糊嘅，脆糊嘅，都好食哦。脆糊嘅 ，actually 冇講就我較喜歡食我係你甜嘅。我摻我特晚係一支嚇，我摻一個食，我 mix。這是我想講 steam fish 有可能較甜啦，伊是有我看伊個 ingredient 又是較濟糖，特別 still 無夠我愛食嘅甜，這是劍蘭。唔是橄欖，劍蘭 soy sauce， 劍蘭有陣時食這咧 restaurant 唔是用劍蘭嘅 soy sauce 嘛？了嗬，用韓國係安尼款嘅咯，安尼款嘅劍蘭 soy sauce 就出名嘛，就美國人點？台灣咧 ，from 台灣嘅。哦，台灣，咁你知啊？我 search Google search。哦 ，OK， 劍蘭。台灣。劍蘭對台灣嘅，我人嘅火塘師傅豆豆用嘅。This is from 桃園 district， 台灣。我自家食嘅是 Japanese brand 嘅。你講我食飯，你話這上面是鹹嘅嗬？哦，這是Thai oyster sauce 係咪？你講係咪？你講 Japanese brand 上面啊 ？Japanese brand 嘅我自家。Kikkoman 特別是 from Japan 嘅，伊有豆味嘅，伊造成咧有豆味。Kikkoman 特別伊 from Japan，特別我買嘅咧是 organic version 啦。and then 佢就嚟 Japanese 嘅 brand 造成咧，即係有機啊，有機咪是 organic。有機。Hello， 我同你講啊，豆油 organic 冇好食啊。我食這個好食。你冇食我未必是個食冇好食。我買一罐咯，然後我用一刀了，我點掉飛機。哦，如果燒嘅話，咪使講。這個嚇，這嚇，結果man organic soy sauce 了。Nanti saya pergi Google punya website tengok. Okay, actually there's one now baru somebody 介紹我食啊，即係本貴啲嘢，伊是台灣嘅 brand 嚟，叫做江燕 KONG。 Yes， 阿總。對啊，係你啊？ Yes， 阿總 ，Yes。 KONGYEN 啊？江燕。伊是KEN。我上嚟看嘅。Chicken soy sauce。甜嘅。伊冇講真鹹。這個啊。江燕 soy sauce。伊叫咩？公園啊？公咩？哦，這是 black vinegar 嚟喎。唔是，伊是 sukiyaki sauce。soy sauce paste。你冇這是阿咩 ？From 台灣，我看下。台灣嘅。我哋你講話，我哋俾係你嚇。哦，公園，依個當然就是公園。台灣公園。公是做工嘅工，公研研是係你研究啊，研究嘅研。哦，哈，即公研，公研即唔知咩話表達？係咪香？醇香。醇啊，醇香醬油膏。Yeah，膏啊呀。醬油膏加造成無香咧，伊是配色咧。
台灣只suka食安尼款嘅咧，菜 paste 啊。這個是啥物啊？伊是香啊，但係你講咩係咪香啊？嚇？醇香。安怎字唔是？後我來讀，我唔知讀阿咩江香啊。醇嘅中文音啊。醇香公園是唔是這個啊？啊，這個講嘅哦。哪個？係啊，你講咩？公園咯，對咯，公園。公園伊叫做 soy sauce paste 喎。冇 sukiyaki sauce。哦，公園 sukiyaki。Maybe 有 sukiyaki sauce 嗰個。Maybe 有 sukiyaki sauce 啦 ，because 有我 sure 這邊一個有 sushi vinegar，maybe 有出 for 有 import 這 sauce 啊。有 export 去日本啊 ，maybe 伊個公園 because 台灣人嘛，台灣較濟甲日本有蝦米買人有咧物件 export 去台灣啊，是蝦米 ？And then 伊人台灣人 sometimes 伊人會 adopt 伊人日本嘅口。這裡哈。啊，是啥？素是燒就是 yaki 是燒嘅意思咯。sukiyaki 哦 sukiyaki 燒。這是啥物啊咩？這是啊冇 sukiyaki，迄個就是 sukiyaki。哦，這是素哈，這是素哈。Yes。sukiyaki，哦，伊是拼出來伊聲啦。Yeah，迄個 hiragana 嚟。OK。hiragana sukiyaki 啊，對，你讀 Japanese 對。OK。sukiyaki。OK， 咱會使講啊，我就有啊2點鐘一時 OK， 咱講個一邊先，咱sauce 是講個一邊先啦嚇。先這裡這裡幾件冇得來嘛，所以我未考慮。我講了係咪 sauce 㗎了 review 節吧，會㗎來冇得。這哦，你講啊，三百有講。三百配講掉啦，冇講掉。配講掉嚇，特別我講掉係你錯啊，香蕉錯。香蕉錯咩？日本啊，係講隻南錯。南錯啦。南錯。你有講到錯椒啦，參椒啊，參椒啊。但我講參椒就係講個嘢嚟椒嘅，個講句。我講一個 sauce 我人廚煮嘅。嚇，嚟講。我係廚煮啊，唔是煮啦，椒啦，是豆椒。好啊，講起啊。嚇，豆椒咩？豆椒，了薑，了香蕉薑，了冇煮過啦，薑嚟啦。椒咁豆椒剁可以脆，可能嗰時未脆，了薑切，薑是切咗切，絲係切粒，哦，剁脆。了芥辣，掉落去攪，都係咁湯底爽。都我人煮是講，陣間我人殺你 ladies finger 啊。哦，你叫佢換落去，嗰時換啊是淋起去係啊。了嗰時蒸豆瓜，我人 New Year 時，呢是 vegetarian 啊。New Year 時我人切是雜菜啊，我哋都做一個 sauce 換豆瓜。哦 ，OK， 真好食。我人做了就可以落啦，係禮拜二就落去啦。誒是水鹹甜咁樣咯。哦。豆腐卜係換好食。啊，你話確實是講ladies finger 殺了啊，嘅嚟換咯。嗰時叫啊，去吹啊，嘅嚟換。就是話我做醬啊。My Laotian husband's family loves Golden Mountain soy sauce. 但係我聽人講蒜蓉醋，人講蒜蓉醋是啦，我古早我人做是講蒜蓉醋嘅，是一粒sauce嚟啦。哦。蒜蓉醋。但係我人 drop 就蒜蓉醋比較香蕉醬是啦，這裡是我古早我 grandmother 是人講是蒜蓉醋嘅。蒜蓉醋是香蕉咖喱加醋加咖喱。蒜蓉醋是點啊？幫咁啲講嘅咯，蒜蓉醋嚇。伊是有香蕉本，特別伊是講特別 name 蒜蓉醋。蒜蓉醋，福建話是講蒜蓉醋咯。OK， 明白。哦，蒜蓉醋。我是講香蕉醋。
嚇，我是講韓照錯，算像咯嚇，韓照錯跟算用錯像咯，差不多像啦。啊，啲是差不多像，咪叫是 the name different 啊。是不是成個咧換迄個成個鵝龜啊？我是換菜龜，是唔是算用錯？喺呢度拆架清淡薄，錯到架結咯。哦，對。我這邊做呢，我咪是 blend chili、garlic，但是我係薑，但是我冇係薑啦。แล้ว sugar แล้วว่า mix with apple cider vinegar 攪。嗱，嗰隻咧Julie 講嘅咧，伊個流程嘅紅Golden Mountain 嘅 soy sauce。我講頭晚咯，係 Mountain 咪 sauce 伊係 MSG。哦，我係咪是話MSG 本？或者要 try 看甜我唔知。無甜，特別伊是加你炒物件咧，伊有媽咪起來 because of MSG。哦 ，seasoning。我 actually 我冇炒嘅 MSG 是對我冇關係。actually MSG 是我時是 bad reputation。OK， 講了說啊，我不如講白下物件，冇不多隻有啊。今時啊，各位聽眾小聽，禮拜咱再見過，一記去邊咧學見嚟買單，當今出單，但是講即錄音嘅50個單未了呢，有人會使下浪 waiting list 位，了那是往有人未來講我通知了，了未幾條了。單個咧 general 是40幾條，特別嚟80禮拜個咩錄音嘅咧30幾個人咧，冇得人嘅來數，所以讓特別當今啦，當今我錄音是7月19號嘛，但係當這放出來是8月幾啊，有可能是未了嘅，所以那是未了咯，那是未單是一個你講係 standby waiting list，就是講我單未了，特別你未來錄音唔要緊，你來拜六每日使，拜六那是正大嘅 gathering 嚟嘅了，人就只來拜個拜六，所以你未來拜個拜六每日使，唔 miss 掉。OK， 感謝大家，讓安怎去買單咧，就是去 penanghokkien.com/20，我正嘅第一位，แล้ว去到 website 位咧，就是探看 information，咁แล้ว就正拜幾做咩物件，咁แล้ว就正嘅探看。แล้วลองcheckแล้วdetail อันจ้า做咩物件ไปกี่做咩อันจ้าไปตัวอันจ้า book hotel อันจ้า special rate แล้วตัวเดียวมันเสียหลังขวา咁就大家禮拜再見拜那是頂一禮拜冇看到 episode 到這邊訂正意看訂你 logo 咧訂看訂聽 subscribe 嘅 channel 咧是訂入正很了落 email 就通知你會記這邊嘅買單，邊啲學見.com/gcong